各位觀眾午安，歡迎大家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加萬眾同樂幽默港漫價格趣展覽特備節目漫畫電影漫畫講座。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香港報刊收藏家連文安先生分享香港漫畫改編電影嘅歷年發展。好多謝文博嘅邀請啦，有機會同大家喺嗰度見面啊！因為講題就係漫畫電影漫畫，顧名思義咧係講一啲漫畫人物改編而成嘅電影。咁其實歷來咧，無論係中外都有呢類嘅電影嘅出現嘅。咁為咗集中起見咧，我哋集中喺講香港有關嘅漫畫以及電影。呢一幕咧係咪好熟悉咧？其實我哋上一代咧好多時咧，我哋嘅娛樂咧都係喺街邊檔租借漫畫書睇啊。咁呢啲叫連環圖啊，陣間會講到嘅。講起漫畫人物嗰邊電影咧，最早咧應該要追到去上世紀30年代。當時有一位好出名嘅畫家，就係葉淺予。咁葉淺予咧係好著名畫一啲國畫，尤其是係京劇人物啊。佢所謂嘅國畫京劇人物咧，同阿關良畫嘅唔同，佢係更加係具體、更加實在嘅。佢早年咧都係畫漫畫嘅喎。佢係浙江人啦，1928年咧就開咗喺上海漫畫雜誌咧係發表佢第一個嘅人物，就係黃先生。黃先生咧呢一幅圖咧，其實就係我喺中國漫畫史北黑官所著作嘅裏面嘅插圖嚟嘅。因為黃先生嘅單行本咧唔容易揾噶啦。咁你見到啦，呢個黃先生咧個人物咧嚇，其實係設定咗喺一個嘅新社會新時代一個半舊嘅人物啊，年紀40零歲啦啊，佢衣着咧係長衫馬甲，就戴一頂咧嚇係類似周星馳《長安七號》入邊個俾人誤會咗係 UFO 嗰頂嘅地盤帽啊嚇。咁呢個人物設定咧，其實影響好深遠嘅。心水清嘅朋友咧，應該諗到香港落嚟唔少嘅漫畫人物咧，都係咁嘅樣子，咁嘅模樣啊。咁黃先生周邊有啲咩人物咧？咁樣黃太太啦，同埋佢嘅女黃小姐，以及另一個拍檔小陳。呢位黃先生啦，呢個就係小陳。咁其實喺漫畫入邊咧，小陳同佢咧既係朋友，亦係敵人。一時係拍檔，一時係鬥氣冤家，係視乎唔同嘅故事場景而有改變嘅。咁至於第一部香港改編成為電影嘅黃先生咧，就係1937年南洋公司所拍攝嘅同名嘅《廣東黃先生》。咁你會話咯，咦，黃先生係黃先生啦，點解香港呢部會加咗2個字廣東嘅咁樣？黃先生喺上海出世噶嘛，講嘅係國語啊。咁喺香港呢個地方，我哋所拍嘅電影係講粵語噶嘛。為咗係有所標示起見咧，所以係特別標明係廣東黃先生啊。咁呢部電影咧嚇就導演係揾唔到噶，查唔到噶，即係我知道邊個演員係飾演啊。咁飾演黃先生咧就係而家我哋圖中所見嘅左邊嗰個葉仁普，佢係戰前香港著名一位諧星。睇個樣啦嚇，都相當野笑係咪？都係好有條件係做諧星嘅角色嘅。佢個面相較為長啊，我所謂諧秋面哦，即係吳耀漢嗰類啦嚇。咁佢個樣貌都幾生動啊。咁左邊呢個、右邊呢個咧就唔係佢嘅拍檔小陳啦，係何大傻。何大傻係中國早期啊粵樂嘅4大天王之一嚇。咁呢張劇照咧，其實係大傻速醒嚇。咁大傻速醒同埋黃先生兩套戲咧時間差唔多，所以我攞翻相近似葉仁普咁嘅樣子，你可以代入去黃先生個樣係點樣嘅啦嚇。咁至於飾演小陳嘅就係黃壽年，亦都係當時戰前一位著名嘅諧星。陣間有一睇佢個樣㗎。好啦，呢套戲拍成點，我哋唔知。當時嘅票房係點，我哋都查唔到。畢竟係戰前嘅事情咯，所以較為難知道。不過佢有個歷史性嘅標記，就係佢係第一部香港漫畫改編而成嘅電影啊。咁黃先生嘅電影咧陸續有嚟啊嚇。50年代咧都有第2部嘅同名電影係出現嘅，就係呢部。唔好意思啊，睇睇先。嗱，頭先嗰張
人譜嗰張相咧，可能係戰前啦，大家見得唔係清楚。咁戰後嘅人譜都有拍電影嘅，咁呢個樣可能大家會認得清楚啲啦。喺戰後嘅粵語片咧，佢都拍過唔少㗎嚇，咁所以大家要見到佢。不過佢係較為係淪為二三線嘅角色啦嚇。大家唔好俾呢張劇照咧嚇，中間個人咧係誤導咗嚇。我要介紹係介紹呢個，唔係呢個啊，呢個梗係好睇啦，係咪？呢個就係黃飛鴻啊，關德興係咪？特別係呢套戲咧，佢係以時裝嘅樣貌係出現啊，更加難得啊！好，咁第二部黃先生電影咧，去到1955年，10多年之後啦，一個丁玲導演嘅《黃先生與肥陳》啊，呢部電影嚇所講嘅人物啊，黃先生頭先講過啦，咁肥陳咧，點解唔係小陳咩？冇錯啊，原先喺漫畫入邊嘅設定咧，應該係小陳同埋黃先生嘅，咁點解變係肥陳咧？我估咧應該係從翻嗰個飾演者個配合嚟去講翻。飾演黃先生嘅係鄧寄塵，大家都好熟悉啦，嗬！著名嘅播音藝員啦，都係電影明星啊。咁佢好身材較為瘦削啊，飾演黃先生係好恰當嘅。咁至於梁醒波做嘅角色，梁醒波較為大隻啊，較為肥壯。你話叫小陳咧，似乎就唔係咁恰當，所以可能就因為咁嘅緣故咧，就改名叫肥陳。但係肥陳咧又唔係虛構嘅喎。喺何老大漫畫入邊咧，肥陳就係何老大一個對手嚟嘅。咁肥陳咧嚇，入咗去呢套戲入邊啦。咁其實兩部漫畫喺同一部電影出現咧，其實都唔算好出奇啊。甘地都可以會西施啦，係咪？何況係肥陳會見阿黃先生係咪？咁呢部電影咧就拍出嚟咧，都冇得睇啦嚇。不過我喺同當時嘅影評咧，可以知道評價唔係太好啫嚇。我睇咗一段當時嘅報紙嘅影評介紹啦，就話呢套戲啦嚇係東拉西扯、雜亂無章、胡賴不堪。嗱，當時啲人咧都係中口嘅，能夠喺文字上、報紙上咁樣評佢咧嚇，除非有仇啫。如果唔係嘅話，套戲真係相當不堪啊！咁可能就咁講冇乜憑證啦。咁就當時嘅影評佢有啲例子舉例嘅。咁話説啊，阿肥陳啦嚇就欠債主錢，就冇辦法還啦，就揾阿黃先生幫手。咁兩個人諗啲咩方法去解圍咧？兩個人竟然扮包公啊！夜晚去債主屋企咧，去嚇個債主。咁個債主又受嚇喎，竟然係受喎嚇，咁就唔再追債。呢啲包公夜審國懷嘅橋段，竟然發生喺50年代嘅城市一個債主屋企啊！你話發生喺鄉下農村社會，民智未開咧，都尚可理解我。即係但呢啲咁嘅橋段，竟然喺呢套戲出現，所以影評話佢係胡鬧不堪咧，其實都未嘗過分啦。好啦，黃先生熱潮咧就未到此而止。喺50年代後期咧，竟然先後咧出現咗8部嘅黃先生，我估都好難有咁嘅記錄咧係可以打破啊！就係59年咧，就有一連4部新馬師曾所主演嘅黃先生，都係黃學星導演嘅嚇。咁啊，分別係黃先生、閒正煙、閒正桃花運、着錯老婆群、黃先生騎正胭脂馬，以及黃先生招親。4部電影嗱，嗰時啲電影好好㗎嚇，睇個戲名就知講乜嘢㗎啦，都係講黃先生啲桃花艷史啊，點樣去金屋藏嬌嗰啲故事啊。咁呢部電影咧，阿新馬師曾拍得相當好啦。咁佢拍檔係邊個咧？譚蘭卿飾演黃太太，雪艷梅有一位粵劇嘅演員咧，就係做佢個女阿黃小姐。譚蘭卿同埋阿新馬師曾咧係一對好嘅拍檔嚟嘅。佢哋一拍戲咧就係非常之配合啦，同埋係有好多火花出現。朋友大家都睇過佢嘅《乖侄》啦，《肥瘦姻緣》啦，裏面佢兩個嘅合作咧係極之係絲絲入扣㗎。咁呢4部電影咧而家都有得睇嘅，我哋喺網上都有睇㗎。好啦，喺58、59年咧，同期咧都有另外4部嘅下語片嘅黃先生。香港電影咧，除咗國語片、粵語片之外咧，其實都有潮語片以及下語片。我係潮州人嚟嘅，所以我細佬哥時候咧都有機會咧喺啲公園嗰啲公共電視咧睇到啲潮語片，所以陳楚慧啊、方巧玉啊嗰啲我都有印象。咁下語片咧，其實即係閩南話嚇，即係閩南語一帶啊，我哋統稱叫下語啫。福建啊、廈門一帶啦。咁呢類嘅電影咧，
香港製作啦，但其實主要對象咧就係南洋、新加坡啊、泰國一帶嘅觀眾啊，因為當地嘅華僑多啊，所以廈語片咧或者潮語片咧好多時都喺嗰邊發行，好受當地嘅華僑咧係歡迎嘅。我要睇翻粵語版嘅黃先生先啦嚇。嗱呢部咧就係黃先生招親嘅特刊啊，右邊嗰個就係新馬仔啦，左邊個就係阿鄧碧雲，其中一部戲嘅主角啊，一樣啦嚇。好啦，講翻廈語片嘅黃先生啊，邊個飾演咧？就係呢個黃清河。黃清河係一位性格演員，亦都係相當有資歷嘅演員啦。唔知點解咧揾唔到佢嘅劇照，較為正面嘅照片啊！呢一張係我喺一啲嘅娛樂畫報入邊咧睇揾到嘅一張嘅較為清晰嘅圖像啊！咁黃清河咧嚇，佢4部嘅廈語片咧都係佢做主角嚇，分別係黃先生造壽、黃先生到香港探親、黃先生到香港嫁女，以及另一部就係黃先生尋親之類嘅嘢啦，4部電影啊。咁好啦，除咗黃先生係阿黃清河演出之外咧，另外仲有幾位骨幹演員嘅。中間呢位啊，大家可能唔識啊。佢係黃英，英俊個英啊。佢係廈語片一位骨幹嘅人嘅主角嚟嘅。佢拍過84部以上嘅廈語片，佢嘅地位等同粵語片嘅謝賢啊。咁佢都係黃先生電影系列裏邊嘅其中一個主角啦。咁大家可能見到隔離嗰個咧都熟口面係咪啊？點得邊個呢個係？見到啊？你認識佢應該係歌星嚟嘅，佢就係大道歌王林聰啊。原來林聰咧未唱歌之前咧，佢係拍廈語片嘅嚇，而且拍過唔少添嚇。咁但係黃先生嘅電影系列咧就係得阿黃英、黃清河啫嚇，就阿林聰就冇拍到噶。呢張劇照都唔係黃先生劇照啊，唔好搞錯啊。好啦，黃先生電影入面仲有第3個嘅主角就係呢個小娟。同樣地，係咪好手面咧？又係有冇同好朋友可以講俾我知呢係邊個嚟嘅？係啦，冇錯，凌波。我哋嘅梁山伯祝英台嘅梁山伯啊，原來凌波咧喺未拍國語片之前咧，佢都係廈語片嘅中流砥柱嚟嘅。佢拍過好多部嘅廈語片，當時佢係用咗藝名係叫小娟。佢改拍國語片之後咧，先至叫凌波啫嚇。大家都好熟悉啊，非常之好。咁頭先我講過啦，黃先生呢個漫畫人物咧，點解好深遠啊？其他地方我哋唔講，講香港啫。其實喺60、70年代咧，都有不同面貌黃先生出現嘅。左邊呢個咧，徐宇安所謂黃先生，右邊個係清風所謂嘅黃先生。特別係右邊嗰個黃先生咧，都係一定嘅期數，都拍過，即係都係畫過唔少期數啊。黃先生、朱老伯嗰類啦嚇。咁唔單止係咁啊，一啲類近嘅黃先生形狀嘅人物都有，好似呢個孤寒鐸過年啊，呢個孤寒鐸最右邊呢個一樣係長衫馬甲喎，係咪啊？嚇，都係白褫鬚光頭係咪啊？呢個可能唔清楚，睇埋呢張同黃先生咩唔同啊？除咗爭頂帽之外，係咪？唔單止係佢啊，當時嗰啲所謂二伯虎啊，嗰啲孤寒鐸啊，或者係嗰啲孤寒財主啊嚇，其實基本上都係用呢個人物嚟設定㗎。咁所以我話阿葉淺予所創作呢個嘅黃先生咧，嘅影響係好大啊。好啦，30年代我哋就講係黃先生電影啦。咁40年代咧有另一位好著名嘅漫畫家。李凡夫筆下嘅何老大咧，都曾經係改拍成電影嘅。李凡夫咧係上世紀30、40年代馳名省港澳嘅一個漫畫家。當時有講法就係話嚇，北有葉淺予，南有李凡夫，南北分庭抗禮啊。咁李凡夫嘅漫畫咧嚇，特色就係咩咧？好着重本土嘅語言，好地道啊，好有廣東嘅文化色彩啊。佢好中意咧嚇，用一啲嘅廣東話，一啲嘅俗話入文，例如我哋所講嘅得咗啊、關人啊、
盞鬼啊呢啲字眼，佢經常喺佢嘅漫畫入邊咧係出現㗎。咁啊何老大呢個人物嘅設定咧，其實咪原創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葉恩泉啊？香港第一代嘅漫畫家葉恩泉，佢筆下嘅阿老大，個阿字係耳仔邊個可字啊？大家留意下，個阿字同個何字係咪一個偏旁部首之分係咪啊？咁明顯地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參考嘅成分咯，嗬。而佢喺個人物方面咧，阿老大同埋何老大都係一個男人啦，中間頭髮中間分界，都係長面。條頸係較為幼，分別就係咩咧？何老大就少咗，阿老大額頭上3條橫紋啫。咁明顯地嗰個輔助痕跡係極之清楚啦，嗬，係咪啊？但係唔緊要啦。當時就冇咩版權法噶嘛，先有冇咩專利嗰啲嘢嚇，咁就冇所謂。邊個本事，邊個流行咪邊個贏咯，係咪？咁事實上何老大嗰個嘅流行嗰個嘅受歡迎程度咧，係好明顯係多過阿老大嘅。咁何老大最初就喺廣州嘅成報咧係發表，成係誠懇個誠，言字邊嗰個嚇。跟住就喺香港嘅《自然日報》繼續連載啊。咁但係極之受歡迎啊。電影咧幾時係改編成電影咧？就應該去到1941年嚇，就阿梅凌霄執導嘅一部同名電影。咁當時就揾咗阿林坤生。林坤生可以講係香港一個著名嘅性格演員，亦都專演嗰啲孤寒財主啊、啲霸婦啊嗰啲嘅角色㗎嚇。佢戰後都拍過唔少電影。第一印象嘅話，《豪門夜宴》啊，入邊嗰個阿吳楚帆為爸爸留鬚宴客咧，嗰個留鬚者就係呢個啦嚇。哇！下面一個黃秀蓮，剛才講喺黃先生與小陳嗰度飾演過小陳就係呢個黃秀蓮啊。咁另外其他嘅有啲咩演員係飾演嘅？仲有周小英啦，飾演何老大何太太啦。另外就係林妹妹飾演佢個女何素珍嚇。咁周小英大家都可能都聽過，佢係邊個咧？就係粵劇名伶余佳嘅母親啊，相當長壽，好似話都過100歲啊。而家就唔知即係咪健在，我哋唔知啦。好啦。何老大一部電影咧，就喺41年12月7號上映啊！咁就大家都知當時係咩時候啦？其實係香港已經係戰雲密佈噶啦，香港已經戰雲密佈噶啦。咁就日本攻打香港咧，已經係迫在眉睫啊！咁嗰時上映嘅電影咧，其實你都知道係較為係混亂啊，所以留落嚟嘅資料咧都較為零碎，都唔見太多。有嘅都係啲報紙一啲嘅廣告，我哋能夠睇到啫。咁嗰電影咧，我哋都詳細我哋都唔係太了解啊。不過就知道咧，何老大呢部嘅電影就係喺嗰陣時咧係出現過啊。好啦，去到戰後咧，戰後都要繼續有漫畫人物改編嘅電影啊。咁就頭先你睇到啦，雷雨田啊，雷雨田咧嘅烏龍王咧，我諗都係大家較為有印象嘅一個嘅漫畫人物啊。雷雨田呢個筆名咧幾有趣啊！大家講個雷字，係咪個雨田拆開咗？拆字格係咪啊？即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雨佳一樣，雨佳其實一個雜字，雨佳姓雜嘅，所以佢哋將嗰個姓咧拆開咗，咪叫雨佳咯，叫雜雨佳咯嚇。咁呢個都係我哋中國人咧好中意拆字嗰個嘅習慣嚟嘅。咁啊，雷雨田咧年青時代咧，佢就係好中意畫漫畫。佢喺40年代中後期咧，已經喺廣州咧嘅針報咧一支針嘅針啊！係發表咗佢烏龍王呢個嘅人物啊，跟住就喺珠江報有連載，甚至乎係出版咗單行本添。好得意喎嚇！喺珠江報時代咧，咁佢就唔係叫烏龍王啊，改名叫肥王。不過咧，佢身邊嘅人物同烏龍王漫畫入邊咧一模一樣，都係方茂啊、盲公堡啊、佐治章啊呢班人完全一樣嘅。咁至點解改名我哋就唔清楚啦。咁解放之後咧，雷雨田嚟咗香港啊，就首先同朋友合資就辦咗一部份《中星報》。中星報咁就以佢嘅烏龍王做主打咁就第4版成版都係佢噶啦。咁平時佢都喺《增攬日報》咧係做編輯，咁就唔單止有寫一啲電影介紹，都話繼續係連載佢嘅烏龍王噶。咁同期間中咧嗰個時候咧，亞洲出版社
都有幫佢出一啲嘅單行本。咁咧嗰啲單行本咧製作幾精美嘅，8毫紙一本啊，係彩色印刷啊，非常之好睇啊！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文化博物館下面個展覽咧，其中一張嘅展品嚟嘅。咁多謝文博咧係俾我嚟用啦。呢個就係烏龍王靠攏記一個封面嘅原稿啊。咁當時咧就有好幾本嘅例如烏龍王靠攏記啊、烏龍王避夫記啊、烏龍王援越記啊等等嘅戲，等等嘅漫畫。咁烏龍王嘅故事咧，主要都係反映啲社會嘅腐敗啦、政治黑暗啦。咁就係較為係成人性啲嘅，即係細路仔睇未必明，我哋睇到會知道講緊啲咩嘢啊。好啦，咁第一部嘅烏龍王電影咧，喺49年，阿蔣愛文執導嘅同名電影啊。呢部電影咧飾演烏龍王嘅咧就係呢個劉桂康。漫畫烏龍王係光頭啊，呢個佢唔肯為藝術犧牲啊，唔肯飛髮啊，咁咪留翻頭髮喺度。呢部電影咧阿劉桂康飾演烏龍王啊，咁佢本身嚟講咧係一個較為肥胖啦較為生鬼有趣嘅一個嘅演員嚟嘅。佢戰前已經拍戲嘅，都係以拍喜劇片為主啊。咁佢天生個外形咧都係喜劇嘅人才啦嚇。咁另外隔離有個咧伊秋水，咁唔需要介紹啦，伊秋水有東方差利之稱啊。呢一張係另一張嘅烏龍王劉桂康嘅照片啊。咁劉桂康咧，佢一般拍嘅戲都係拍一啲較為即係作為啲草根嘅階層為主啊。咁呢一套戲入面，佢扮一個係有錢上流社會嘅人啦嚇，見到佢梳一個蛋撻頭咁樣，係相當即係相當受人係留意。平時佢見到嘅都係一啲較為係草根啊，冇咁光鮮嘅容貌㗎。咁左邊呢個就係鄺山少，係戰前一位好著名嘅粵語片演員啊，同張活游吳楚帆齊名㗎。好啦，頭先講過伊秋水佢有東方差利之稱。咁呢套戲咧就係嗰個李白牡丹咁嘅造型，佢喺入邊就扮差利啊。咁伊秋水咧，佢嘅演出咧好多啊，之前之後都好多嚇。咁佢同劉桂康咧一肥一瘦啦，係有東方嘅羅路與哈地嘅稱號嘅。羅路哈地咧，其實係當時美國荷里活嘅一對嘅肥瘦組合啊嚇，咁就好出名啦。咁香港有一對啦，國內都有一對啊。國內咧嗰對就係殷秀岑同埋韓蘭根啊。咁三對一肥一瘦咧，都喺當時嘅影壇咧係有好多嘅火花係爆出嚟嘅嚇。好啦，大家熟悉嘅烏龍王咧就唔係劉桂康，應該係梁醒波嚇。60年代咧朱基導演咧先後開拍咗3部嘅烏龍王嘅電影嚇，都係由梁醒波係主演嘅。你問我嘅話咧，咁多個漫畫人物啦，我覺得梁醒波主演嘅烏龍王係最神似，亦都係最選得最準確嘅一個嘅人物嚟㗎。咁呢一本咧係烏龍王嘅特刊啦，係咪？其實入邊咧係用漫畫形式咧去表達成個故事、成個電影嘅內容㗎。呢一張就係烏龍王發達記嘅劇照啊。烏龍王一共有3套啦，第一套就係烏龍王飛來艷福，第二套就係呢部發達記，第3部就係小寶寶七戲烏龍王。呢一部發達記咧係3部戲入面我最中意一部嚟嘅，而呢一張劇照咧亦都係咧文化博物館而家嘅展覽展出嘅一張劇照啊！你睇下呢一套咁多個人物咧，個個都有戲啊！個個都有佢嘅個個都有佢嘅定位，有佢嗰個角色個扮演㗎。咁呢套戲講啲咩咧？就係講烏龍王咧有錢啊，就金屋藏嬌，就收埋咗譚善紅。咁羅月明佢呢班嘅姊妹咧就嚟踢鬥啦，係咪？咁引出好多嘅野笑嘅場面。不過呢套戲好笑地方咧，我覺得喺前面嗰度，鄧寄塵佢哋咧點樣諗辦法去攞烏龍王嘅錢，呢個仲好笑啊！咁呢部烏龍王咧，唔單止主角即係選得好恰當啦，我覺得其他配角咧都係恰如其分嘅。呢個就係梁醒波扮烏龍王啦嚇。想大家留意下呢個人
又抱琵琶半遮面啊！陣間會講到呢個盲公寶啊，盲公寶係一位當時一位嘅演員張新飾演㗎，又係半邊面啊！呢個就鄧寄塵啦都會講到嘅。呢個就係阿羅艷卿飾演嘅蓮蓉酥，就係阿烏龍王嘅妻子啊太太。好啦，鄧寄塵喺烏龍王入邊咧，佢係一個較為主要嘅配角啊。佢飾演烏龍王嘅親戚啊，佢嘅侄仔啊，係叫做方茂，又叫尖水茂啊。另一個佐治章，鄭光明飾演嘅中間呢個咧，譚蘭卿飾演何必笑啊。隔離呢個咧都有名嘅喎，黎坤年啊。粵語片嘅于素秋咧，于素秋講粵語係唔得㗎，佢基本上我哋聽到佢講嘅粵語咧，都係佢配音嘅，佢都係九大姐之一啊。好啦，蕭雲樓啦阿李香琴啦。好啦，呢幾個咧都係烏龍王電影入邊嘅骨幹人物嚟嘅，個個都好好戲，而且咧佢扮得好神似。我咁講啊，如果你有機會睇到烏龍王漫畫嘅話咧，你會見到佐治章、尖嘴茂佢哋個人物咧，同電影嗰個咧係相差無幾嘅。即係甚至乎你會懷疑咧，究竟阿雷雨田咧係咪依照鄭君明嚟畫佐治章㗎？好啦，頭先講盲公寶咧就係呢個張生啊。張生係一個被人忽略嘅一個好好戲嘅演員啊！佢同楊葉宏一樣啦，都係做親武當嘅道長。少林方丈咧，佢同阿楊葉宏咧都係其中嘅人選嚟嘅啊！咁佢扮盲公寶咧，即係錯摸啊、説話講嘢啊嗰種神情語調咧係好抵死，因為平時佢好正經㗎，佢係做啲好正派嘅人物為主。但係呢部戲咧，佢係做一啲古古惑惑啊、專諗屎橋嗰啲人嚟㗎。咁烏龍王3部電影啦咁我哋大家都會其中2部我哋睇到嘅頭先講過《飛流艷福》，唔係《花蠟記》，同埋嗰個嘅《小寶妻烏龍王》咧，呢兩部戲網上有得睇。而第一部烏龍王《飛流艷福》咧就網上平台睇唔到嘅，我哋真係喺電影資料館咧先至有機會睇到啊。好啦，3部烏龍王加埋49年嗰部咧，一共4部烏龍王啦其實都帶起咗咧當時漫畫一個嘅對烏龍王雷雨田嘅漫畫一個嘅熱潮啊！我記得2012年咧，文博曾經係展出過一次嘅雷雨田嘅專題嘅展覽。咁當時咧亦都有得到阿雷雨田嘅後人咧係嘅支持，係展示咗好多阿雷雨田嘅不同嘅作品啦。雷雨田佢唔只係一位漫畫家，佢都有有寫小説。同埋咧有其他嘅影評啊，呢啲工作都有係做過。嗰時嘅文人係好叻㗎多面手啊，即係唔會係咁單向一方面嗰個嘅才華。講起才華多咧，呢位都不遑多讓啊！呢個就係細路祥袁步雲啊。袁步雲咧可以講係一個神童畫家佢係香港人嚟嘅。佢就早年咧有10零歲咧，佢已經好中意做畫漫畫，都係投稿好啲嘅報紙咧係發表啊，咁就相當受歡迎啊。佢筆下嘅人物好似阿柳姐啊、沙塵超啊、蘇妹啊、細路祥呢啲啦都係當時咧膾炙人口嘅漫畫嘅人物嚟嘅。佢唔單止畫漫畫叻，佢仲係戲行子弟啊。佢嘅師傅咧就係當時雙人頭賣武嗰位武師顧天吳啊。如果係老一輩嘅朋友咧，應該聽過顧天吳個名嚇。佢雙人頭賣武，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咧，佢係用個手嚟行路啊，唔係，所以佢用係手嚟行路，對腳咧就當係手倒轉嚟去演出㗎。咁呢啲係一啲好高難度嘅技藝嚟㗎，而家失傳咗㗎啦。講翻袁步雲啦嚇，佢唔單止係有戲行嘅背景啦、唱戲啦嚇，佢亦都佢係阿惠春秋個契仔。惠春秋即係凌霄新，30、40年代一位好著名嘅報人小説家嚇。咁得到佢嘅契爺支持啦，咁佢發表漫畫更加係容易啊，亦都係喺好多唔同嘅報章上面咧有佢嘅作品嘅轉載啊。
咁啊，袁步雲咧佢最出名嘅漫畫自然係細路祥啦嚇，但係佢原來咧呢啲係佢嘅單行本啊。但係原來咧佢最早拍成電影嘅咧就唔係細路祥，係50年嘅《柳者與沙塵超》啊。呢部電影咧同樣係50年啊。呢部電影就可能大家唔會太留意，不過咧喺當時嘅票房嚟講咧係相當理想嘅。飾演柳者嗰個咧就係陳慧茹，即係馮寶寶嘅媽媽啦嚇。陣間有佢嘅相睇啊。咁至於沙塵超就係鄭慧心飾演，鄭慧心就係50年代都算係男主角之一啦嚇，不過屬於第二線嘅，都係做第二男主角為主啊。佢係及唔上張瑛嗰個級數，但係佢係屬於第二男主角嗰類嚇。好啦，咁至於細路祥呢部電影咧幾時咧？係同年係上映嘅。咁細路祥呢部電影咧點解會有咧？咁其實不能不提呢個三毛啊，《三毛流浪記》呢個三毛。話説喺當時國內咧有一部《三毛流浪記》嘅電影，咁《三毛流浪記》咧就係漫畫家張樂平嘅一個嘅漫畫作品啦。咁呢部電影咧就由黃龍基主演嘅，當時喺國內咧係好盛行，亦都好受歡迎啊。咁當時咧執到柳者新人超嗰個馮峰導演啦，同埋袁步雲啊佢哋咧見到，咦細路仔拍嘅戲都有一定票房喎，就諗住北方既然有三毛，南方何妨可以有細路係咪？所以北方有三毛，南方有細路，就諗起由細路仔嚟去拍一套電影，就諗起細路祥啊。嗱，拍細路仔電影咧嘅難度咧就比拍成人電影係難好多。細路仔你知道難去管控、難去控制㗎嘛，而且選角都係困難嘅。佢都揾過唔少嘅童星，但係咧都未必咁適合。直至到咧去到當時一位粵劇嘅名丑李海柱屋企就見到阿李小龍啊。當時李小龍就未叫呢個名嘅，佢叫阿 B 啊，阿 B 係佢嘅乳名嚟嘅。咁啊覺得呢個細路仔好精靈活潑啦嚇，係而且佢係有啲演出經驗嘅。其實李小龍咧喺40年代咧，佢都拍過一啲電影嘅。46年佢拍過一套《富貴浮雲》啦，跟住拍過《花開蝶滿枝》《夢裏西施》呢啲咁嘅電影，所以佢係有演出嘅經驗嘅。加上李小龍佢嘅年紀咧，同細路祥咧係差唔多，都係10歲啊，所以由佢嚟去飾演呢個角色咧係好恰當嘅。加上李小龍本身係好精靈啦，同埋佢係唔怕醜啊，所以佢能夠咧係唔怯場咧，呢個係難得㗎。呢個就係細路祥嘅電影嘅特項啊！頭先我講過嗰個柳者咧就係呢個，亦都係《如來神掌》入邊咧嗰個九索飛靈柳飄飄咧，成日帶住塊黑紗遮塊面嗰個咧就係陳慧茹飾演㗎啦。嗱，唔好意思啊，都寫錯咗。呢套戲嗰度咧就唔係叫柳者，佢係叫阿眉啊，小花頭微小個眉啊，我打個字啫喺度啊。好啦，李海川亦都喺細路祥套電影係有一個角色嘅喎，佢飾演一個孤寒財主啊。咁啊，父子同一場演出啊，咁就隔離有個係石燕子啦嚇。馮峰既係呢套戲嘅電影嘅導演，佢都有一個角色嘅喺戲入邊咧飾演飛刀李，呢個俾細路祥視為偶像嘅中國英雄啊。細路祥套電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啊？睇過嘅，我估應該睇過㗎，係咪？咁呢部電影係講一個失學嘅兒童點樣誤入歧途嘅經過，係咪啊？咁呢部電影李小龍咧係演得相當精彩啦嚇。佢因為一啲小事咧，就同伊秋水佢嘅二叔艾霎就離家出走，就遇上飛刀李呢一班賊呢班賊。咁咧就不過佢遇到呢班賊咧，就都算好彩，不幸中之大幸，因為飛刀李咧都屬於一啲盜亦有道嘅人嚟嘅，即係雖然都係列為盜賊，但係佢都有一定嘅正義感啊！佢講過：我出嚟行咧係劫財不劫色㗎。咁飛刀李咧就俾細路祥視為偶像啦，都教佢一啲嘅飛刀功夫啊。咁細路祥咧佢喺一套戲入邊啦，李小龍咧演得好好。我記得有一幕咧就係細路祥佢去大排檔偷燒鴨，偷完之後咧就逃走啦。佢跑完咁上下咧，突然間嚟一個側手翻。跟住再跑啊！咁呢啲神來之筆，我相信唔係導演要求，係佢自己好自然嘅流露嘅一啲嘅表現嚟嘅。咁所以套電影其實相當好睇嘅。咁最後飛刀李咧呢班賊咧都係
事敗啦嚇，係就擒啦。阿飛刀亦都會係語重心長同阿李小龍講，叫佢啦嚇，好好做人啊嚇，行翻正路啊。咁所以咧，細路祥套戲最後咧，佢一家人，佢二叔啊，佢個堂細妹嗰啲一齊行到翻鄉下啊，咁啊重新過新生活啊。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咧？10年之後，阿李小龍佢離開香港之前，佢美國讀大學啊嘛，佢係拍過一套《人海孤雄》嘅。我覺得咧呢部《人海孤雄》咧可以講係細路祥嘅續集延伸版，同樣係演一個孤兒，一個失學嘅少年，但係佢冇細路祥入邊嗰個細路祥咁好彩。佢遇到嘅再唔係飛刀你呢啲盜亦有道嘅人物，佢遇到嘅都係馮峰，但係一個無惡不作、專門綁票勒索嘅大壞蛋。佢嘅遭遇係你睇過《人海孤雄》就知道啦嚇，佢嘅遭遇係相當悲慘。甚至乎咧嚇，啲賊匪咧為咗咧嚇係恐嚇綁票嘅家人啦，係將阿李小龍先阿三啦嚇隻耳仔咧割落嚟，嚟去當係嗰個肉心嘅耳仔嚟去恐嚇嗰個嘅家人，叫佢係交贖金啊！即係呢個就係現實嘅殘酷啦嚇。咁唔緊要啦，即係我哋都見到啦嚇，無論係細路祥好，人海孤雄都好，都係李小龍咧嚇兩部咧嚇喺佢離開香港之前，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啊！好啦，50年代咧，除咗有細路祥、有柳姐同埋新人超之外咧，另外一個人物都好出名嘅。唔係呢個啊，呢個鄭家鎮啊，係一個畫家。但係其實鄭家鎮咧更加出名係一個嘅漫畫家啊。佢喺香港嘅漫畫歷史上面咧嚇係舉足輕重嘅。50年代咧嚇。一部嘅漫畫世界嘅雜誌咧，就係由佢同埋陳子多、李寧漢等等人咧嚇係組成嘅。呢本同人雜誌咧，對香港漫畫事業咧影響深遠啊！好啦，鄭家鎮佢好早已經係畫漫畫，30年代已經係畫漫畫噶啦。咁佢係長期都喺《華僑日報》咧做編輯。咁佢用筆名用楚紙畫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漫畫嚇。其中一個就係大班洲啊。咁大班洲咧呢個人物咧嚇，好得意嘅，姓周，做咩做大班？我哋一般嚟講會覺得嚇，做大班一啲上流社會人嚟㗎，係咪？銀行大班啊，洋行大班係咪啊？但係呢個唔係，呢個大班咧係舞女大班。好啦，大家都知道啦，舞女大班係咩意思啊？即係啲喺啲歡場啊、啲夜總會啊、舞廳咧，係指導啲舞女安排工作嘅一個人物啦，係咪？咁由邊個飾演咧？嗱，呢本係阿鄭家鎮佢後期咧出版嘅一部香港漫畫春秋啊。咁呢部漫畫春秋咧入邊所記載嘅史料咧係相當詳盡啊。當然有啲係佢記憶，因為老人家記憶咧始終有啲落差啦，有少少嘢係啲唔係咁錯，但係基本上嚟講咧都係一本好值得參考嘅香港漫畫史嘅專著啊。好啦，飾演大班洲嘅咧就係呢個張英啊，張英啊，咁佢飾演舞女大班都幾恰當係咪啊？我哋覺得佢幾咁靚仔係咪啊？都有一個說服力啊！咁呢部電影咧就係阿馮鳳剛做導演嘅。咁除咗張英之外，就有劉桂康啊、曾南思啲人主演嘅。呢部電影都同人哋睇唔到啦嚇，睇唔到。所傳嘅資料都係好有限，好有限。有嘅都係一啲嘅報紙嘅廣告啫嚇。所以我哋對呢套戲嘅所知道嘅嘢係唔多㗎。好啦，咁50年代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漫畫人物要介紹嘅，許冠文啊！嗱，似許冠文就非比許冠文啊！我哋熟悉嘅許冠文咧，哈魯文係咪啊？咁當然唔係呢個啦，呢個係漫畫嘅許冠文。呢張相唔容易見啊，因為佢係一個好怕醜嘅畫家，唔容易見到佢廬山真面目嘅。呢一幅圖咧係喺香港畫報第一期嘅一個專訪入邊咧，我係影出嚟㗎嚇。咁啊，許冠文咧，佢所創作嘅財叔漫畫咧，可以講係一個時代嘅一個嘅見證嚟嘅。因為佢入邊嘅財叔咧，曾經係講過抗日戰爭嘅事情係咪？財叔呢部連環圖咧，喺60年代啊，其實有一個嘅好重要嘅影響。話說當時咧，香港嘅漫畫公仔書咧係呢類，大家咁見過未啊？呢啲手板長大、64開本嘅公仔書，
每本咧都好厚嘅，連幾廿頁，甚至乎過百頁咁厚嘅。而且佢一個故事咧係有上下集，甚至乎係3、4、5、6、7、8集一套㗎嚇。所以估到嗰時賣呢啲書咧係唔平㗎，好貴嘅。所以當時啲人咧就唔會買嘅，就係做咩？去租。正如頭先第一張 PPT 咁樣啦嚇，係啲人去租書檔係租嚟睇嘅，因為1毫子都可以租幾套嚟睇嘅，相當划算啊！咁呢啲咁嘅公仔書咧，當時咧香港唔係太多人買嘅啫。咁出嚟做乜嘢咧？主要就係發行去南洋一帶、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啲地方，佢就會買呢啲書咯。但係60年咧，因為政治問題咧，嗰邊就禁運啊。咁禁運就變咗一班從業員嘅生計就好大影響啦，係咪啊？因為靠嗰邊嘅發行揾錢噶嘛。咁當時大家都要諗下有咩出路啦。咁其中咧就係許國文啊，佢諗到嘗試從個成本嚟去落手，因為呢啲漫畫書咧貴啊嘛。咁佢又從個成本去改，點改咧？例如將佢個開度由64變為32。橫島啊，咁啊每一本咧就將個頁數咧係大量削減，得幾頁紙啫。其次咧，之前呢啲咁嘅公仔書啦嚇，呢啲連環圖咧，佢係一版一幅畫嘅啫，一版一幅畫。咁有啲文字咧就喺畫下面做説明。而呢啲漫畫咧，其實係承襲住上海時代嗰啲嘅連環圖而嚟嘅，所以係啲獸像派較為主要啊。好啦，呢類嘅公仔書咧。佢話好厚喎，好多頁喎，其實好多真係亞位嘅。例如咧嚇，翌日咪一版紙噶咯嚇，15年後佢又一版紙噶啦。所以嚟講咧，咁厚咧，其實中間好多係無謂係多餘嘅。因此許國文就會嘗試將一版一幅嘅畫變為一版多格嘅漫畫。咁你睇嘅時候咧，會係較為連貫性啦，同埋係較為慳頁面啊。咁呢個嘅安排啦，呢個嘅處理咧，係得到當時嘅讀者嘅歡迎啦。同行好多畫家咧都有咁嘅改變，而佢都同朋友咧合組成一間叫做八通圖書公司，出版《神不神犬》《財叔》1000年一個笑話呢啲當時好暢銷嘅漫畫書啊。講緊財叔啦嚇，就喺嗰時出現嘅。咁財叔最先啊，就唔係抗日遊擊隊，佢係一個傻兵嘅形態出現。同人哋啦，又多謝文博啦嚇。呢一本財叔漫畫咧，亦都喺文博嘅展覽度咧嚇，係借俾我用㗎嚇。我都第一次見阿財叔用傻兵呢個形態出現啊！呢本係好早期嘅財叔啊。好啦，咁財叔幾時最受歡迎咧？就係呢個時候打日本仔、抗日遊擊隊嘅時候啊。咁佢啦、大鼻林啦、牛星雄啊呢啲嚇，都係佢嘅一啲嘅拍檔伙伴啊，係做好多有助於國家抗日嘅一啲嘅事蹟啊。咁財叔嗰個人物咧，後期都有改變嘅。隨住西方嗰個嘅詹姆士波007嘅盛行啦，嘅電影盛行啦，佢都一改就唔再打遊擊隊啦，變為詹姆士邦，着西裝，做間諜，用嗰啲嘅死桿槍嚟去咧對付啲敵人啦嚇。咁財叔有好多嘅轉變啦，其實仲有一啲嘅。另外財叔外傳啊，你見到呢個財叔咧更加似黃先生係咪啊？都係嗰個樣子係咪啊？而事實上許國文咧佢畫財叔咧有唔同嗰個嘅形態啊，既有抗日遊擊隊，亦都有007，亦都有呢啲生活化嘅一啲畫面。呢個後期咧佢畫兩公孫啊，佢70年代畫啲兩公孫咧，嗰個爺爺咧亦都係咁嘅樣子嘅。好啦，咁財叔咧幾時拍成電影咧？去到1962年嚇，當時一部叫做《財叔千霸戰》嚇，咁就黃峯做導演嘅。咁當時就以曹達華咧就係擔正啊。咁好奇怪喎，曹達華唔係做財叔啊。不過你都明啦，曹達華點做財叔咧？係咪？當時都仲係男一係咪？點樣做財叔呢啲老角啊咁樣？咁邊個做財叔咧？又冇俾呢個誤導咗啊！呢個係關德興係咪？睇呢個見唔見到邊個啊？呢個係邵漢新師傅，係當時香港一個好著名嘅拳師啊，教頭啊。咁佢都有拍電影嘅，特別係專拍一啲咁嘅南北雙雄啊，呢啲咁嘅武打技擊嘅呢啲嘅電影啊。
咁佢做財叔。咁呢套電影咧話就話財叔千霸戰嘅喎，其實主角就係阿曹達華、萬大海。故事講啲咩嘅咧？就係講緊萬大海喺鄉下咧就嚴懲一個惡霸石堅啊。咁啊石堅懷恨在心，就好似吳三桂咁樣引清兵入關。佢又引咩咧？日本仔入關，日軍入到嚟呢個嘅鄉下咧就大肆搜掠咁樣。咁仲真係老結埋阿財叔添。財叔就做阿萬大海嘅父親啊。咁就捉咗阿財叔，咁啊曹達華就聯絡其他嘅鄉民啦嚇，就一齊對抗日本人啊，咁就成功將阿財叔咧係解圍脫險嘅。好啦，成個故事咧，財叔都係一個較為被動嘅、較為次要角色，主角係阿曹達華。咁所以呢套戲咧，其實都名不符實㗎嚇。財叔千霸戰應該係財叔之子千霸戰先啱啊。好啦，30年之後咧，有第二部財叔出現。呢部可能大家會知得多啲啦，係新藝城電影公司所製作嘅，徐克編導嘅財叔之橫掃千軍啊！呢一張係報紙嘅廣告啦，呢個睇清楚啲。左邊呢個就係阿石天，入邊呢個就係阿張學友飾演牛青紅啊。咁呢部電影咧，無論喺嗰個拍攝嘅內容啦，同埋嗰個嘅特技啊，其實係相當做得好嘅嚇，亦都係相當貼近原著嗰個抗日游擊隊嗰個嘅身份角色啊，咁其實拍得唔錯嘅。但係嗰陣時咧，畢竟係90年代啦，啲人對財叔嗰個嘅熱潮咧已經漸漸過，新一代咧對佢嗰個認識都唔會太深，所以就叫好唔叫座套戲啊。頭先講下啊，財叔會講呢套戲啊，父子情，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套戲咧？睇過可以試試好嘛？好，呢套戲係我最中意嘅一部電影之一。咁同財叔咩關係咧？父子情一睇過嘅朋友咧，都見到入邊咧，雖然唔係講財叔，但係無處不是財叔。男主角阿李宇田啊，即係飾演嗰個主角羅家興啦。佢童年時代咧，同班街童玩啦。記得有一幕咧，佢同班朋友就去山邊啊，就睇一啲嘅人啦，係播一啲嘅所謂嘅電影。小時候港台劇集啦，小時候入邊咧咪有一番二番嘅。講真，知道你都年紀唔細啦。咁佢就喺呢套戲入邊咧，就喺山邊咧就拉個帳篷啦，入邊咧就用土法嚟播電影。點播法咧？佢就將財叔嘅公仔咧畫喺啲膠片上面，然後咧就用嗰啲嘅光啊，啲火光就將佢投射喺啲嘅白布上面咧，就當播電影。咁啊招來一啲嘅小朋友咧嚟去睇，一元一毫啊咁樣賺錢㗎。咁呢一幕就用咗財叔嚟去做一個嘅題材啦。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講到主角阿羅家興啦，中學會考啦，咁啊溫書溫到攰咧，就仆低瞌眼瞓，發夢夢見咩咧？又係財叔，夢見財叔咧嚇點樣稱霸？咁夢中嘅財叔咧，邊個飾演嘅咧？就係金山。咁原來金山演財叔咧都好似噶，即係同個石天嘅不相上下嘅。金山係邊個咧？個金字係我哋話好甘甜個金啊，就係咧第一代嘅《射鵰英雄傳》入邊咧江南七怪嗰個妙手書生朱沖啊，嗰個就係金山啊。咁第三幕見到阿財叔嘅就係阿主角阿羅家興咧，佢有喺佢中意拍電影，中意做戲㗎。咁佢實係投考電視台啦，因為需要加一部短片。咁佢咧就借嚟一部嘅攝影機咧，就揾咗幾個演員咧，係拍咗套短片，亦都係講財叔嘅。嗱，3段咯。最後一段咧就係喺後期，阿羅家興因為佢會考唔合格啦，咁咧就父親咧要佢咧去美國升學，咁佢好反對，因為當時佢好似係能夠係電視台收佢做做藝員㗎啦，咁佢又好唔高興啦，咁咧就有一啲嘅幻想啊，就咩咧，就將爸爸咧就綁住，佢自己係變身成為一個入軍嘅將軍，就下令咧嚇就槍斃佢父親啊，咁呢一幕幕咧。看似同父子情無關，其實處處透現咗套戲嘅導演方玉平同埋編劇李碧華、張堅庭佢哋呢班人嘅童年嘅回憶啊。咁所以我話咧嚇，財叔咧係一部電影啊，其實係有一定嘅份量㗎，都睇得到當事人嘅情懷，對財叔嗰種嘅懷念啊。
咁《虎騎》呢套戲咧嚇係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而方浩平都靠呢套電影啦嚇係成為最佳導演㗎。好，咁去50、60年代啦嚇嗰個嘅漫畫人物咧，去到財叔為止啦，咁就一跳去呢度啦。呢個好近代啦嗬，黃玉郎啊，大家都好熟悉呢位所謂嘅畫壇至尊啊。70年代咧，香港嘅漫畫咧有幾個值得注意嘅地方。第一個就係嗰個嘅連環圖嘅公仔書，佢嗰個嘅形式咧有改變啊。由60年代嘅32開去70年代初咧嚇，開片由32開變為16開，由細書變大書。呢個我諗同時代嗰個發展、社會發展有關係嘅，因為32開嘅公仔書咧，畢竟俾人睇嗰啲小人書啊，唔係咁矚目，唔係咁起關注。咁70年代初咧嚇，開始咗好多嘅漫畫書咧，改成一啲16開嘅6毫紙本嘅公仔書啊。咁你要問咯喎，60年代都有老夫子啦、13點啦，都係啲大本嘅書嚟噶嘛，但係當時未成氣候、未成潮流嘅。當時都仲係啲2毫紙、36頁，或者係24頁2毫紙本嘅公仔書為主。咁70年代咧嚇，頭先講過啦，變為大宗嘅書，一方面啦嚇就賣得貴啲啦，6毫紙本；其次咧嚇亦都係喺個畫面嘅設計啊、構圖咧係點樣發揮得大啲啊。咁呢個第一個要注意嘅地方啦。其次，隨住當時李小龍嘅武打電影嘅盛行啦。漫畫連環圖咧個風向咧都轉得好貼啊，都係好多武打技擊漫畫為主。好明顯，黃玉郎嘅小流氓啦，上官小寶嘅李小龍啦，都係呢類嘅武打技擊嘅漫畫啊。第三個注意嘅地方就係咧，開始咧嚇係着重嗰個嘅香港呢個嘅背景嘅設定，漸漸形成。香港呢個背景嘅設定漸漸形成。之前嘅香港嘅連環圖漫畫書咧，佢哋對嗰個背景啊係好模糊嘅。就算你覺得係香港，佢都唔會講係香港嘅。佢用咩嚟代替咧？香城啦、H 埠啦、澳門就 M 埠啦，嗬。咁佢再引配啲 ABC 城、ABC 市咁就算數噶啦。但係去70年代咧，開始有呢個改變。呢個所謂嘅香港呢個地域呢個咁嘅地方啊，呢個嘅色彩咧係漸漸鮮明落嚟。就講阿黃玉郎為例啦，佢嘅小流氓啦嚇，一開始第一期係咩啊？黃小虎初到香港，第二期係咩啊？灣仔七虎，跟住又柴灣四惡，筲箕灣五鬼，跟住又埋啲13龍，係咪啊？北角七羅漢，沙田三炮，係咪啊？銅鑼灣六霸，跟住打到去邊度啊？荃灣15郎，港九新界俾打暈晒。咁你諗下，即係以前嘅漫畫書有冇講得咁明確㗎？嗰時我住九龍城啦嚇，成日都諗幾時先打到去九龍城咧？有啦，九龍城6人啊，真係打到九龍城啊！咁呢個情況當然啦，唔係阿黃玉郎開始嘅。大家有印象嘅話咧，40年代咧，任護花、報壇怪傑啊，用翻佢筆下嘅牛精良啊，何嘗唔係牛精良大鬧中環，牛精良大鬧西環，牛精良大鬧灣仔，牛精良大鬧旺角。咁當然呢啲係一啲嘅曇花一現啦，唔成氣候啦。但係當然呢個都可以睇到牛精良任護花個本土色彩係好明顯啊。好啦，當時咧嚇唔單止黃玉郎啦，上官小寶嗱，我唔知佢跟風係點啦。佢李小龍嘅漫畫都係打邊度啊？石澳啦、太平山啦、九龍塘啦，都係咁嘅啫喎。慈雲山都有啊。咁同期咧嚇，白雲天嘅《小三毛流浪記》，呢都係都有係講得好實在嘅香港嘅色彩嘅。例如秀和平當年72年嘅大雨成災啦嚇，山泥傾瀉啦，佢都有攞嚟做主題。黃玉郎嘅臭香港漫畫，講明臭香港啊！咁當時嘅社會啊，貪污嗰啲好嚴重啦，臭香港漫畫。上官小威嘅73漫畫，都係好明確地將香港呢個咁嘅地區嗰個色彩啦嚇，係展現出嚟。所以我話70年代咧嘅漫畫啦嚇，嗰個改變，我哋可以有3方面值得去留意嘅。講翻黃玉郎啊，黃玉郎嘅小流氓咧，咁我咁嘅年紀嘅朋友都睇得唔少啊，都好中意係咪？而家都仲係念念不忘㗎，係咪啊？咁小流氓咧嚇，個名唔係唔好聽，
咁就去到70年代中啦，因為當時社會嘅輿論咧就對當時嘅連環圖有啲好負面嘅批評，咁就不良刊物條例嘅頒布咧，令到咧嚇佢哋以為係針對住當時嘅連環圖漫畫書。咁當時從業員咧就諗下，既然咁樣，我哋唔出漫畫書咯，出報紙咯。所以70年代中開始咧，就有一段時間係漫畫報嘅盛行啊。咁黃玉郎都藉住當時嘅情況咧，咁佢有出報紙啦。咁亦都因此咧嚇，連史立文個名咧都改埋，呢個叫做咧嚇係將流民個名唔好聽，就改咗做龍虎門啊。龍虎門其實就係史立文入邊嘅主角，佢哋嘅所開嘅武館嘅名稱嚟嘅。而家就作為呢套漫畫嘅名稱啦。咁啊正派好多啊，好聽好多啊。咁79年咧，黃玉郎咧嚇就進一步進軍影壇啊。佢成立咗玉郎電影公司，就開拍電影，開拍咗一部咧同名嘅《龍虎門》電影啊。咁呢部電影咧，睇翻當時啦個社會啊，電影界係啲咩嘅風氣咧？大家記得阿成龍哦，77年咧有一部《蛇形刁手》啊，呢個陣時睇啊，《蛇形刁手》呢部電影咧係開創咗70年代後期咧民初諧趣功夫武打片嘅先河。跟住落嚟咧嚇嗱，以佢為例啦，佢都拍過《醉拳》啊、《笑拳怪招》啊等等嘅電影啦，龍少爺啊、師弟出馬呢啲咁嘅武打片，另外扎馬啊、南一醉拳啊，其他人都有拍嘅。咁呢啲電影咧嚇成為一個潮流啊。而當時啊，《龍虎門》咧亦都不能例外。黃玉郎咧拍呢部《龍虎門》咧，亦都係走呢條路線。所以無論喺個時代背景、人物設定、故事內容咧，都同原著咧係完全唔同嘅。原著係龍虎群英大戰羅剎教，同阿方前人死過噶嘛，係咪？係現代嘅場景嚟噶嘛？但係呢部《龍虎門》咧係設定咗喺民初嘅背景。個故事咧係講功夫小子為報父仇，去尋訪名師，因而咧嚇對抗仇人，最後大仇得報呢個嘅故事嘅軌跡。而呢啲嘅故事咧同原著咧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喺當時嚟講咧，我哋睇即係當時我睇呢套電影啦，就覺得似乎就做唔到我哋期望係一部真正嘅龍虎門漫畫改編嘅電影咯嚇。但當時呢部電影嚇都票房唔錯嘅，都有200零萬啊，即係都可想見咧。當時啲人對呢部戲嘅期望甚高啦。呢部電影咧嚇嘅主角咧係揾到2位新秀，一位萬源文，一位就係萬景海，即係後尾嘅萬海啦。佢哋2個都係七小福之一嚟啊！咁呢部戲咧，主角係2個啦，但其實更加出名係邊個咧？就係黃正利啊！黃正利係當時韓國嘅一個武打功夫嘅名演員啊！喺當時嘅電影入邊咧，套套都有佢份出現㗎，有佢份做先得㗎。佢好忙啊，即係好多反派都係由佢去演出嘅。咁呢部電影咧，除咗黃正利之外，就有白彪、劉學連，佢哋咧嚇係主演嘅。好啦，咁呢部電影拍完之後啦，其實80年代咧，我哋都不時會係聽到黃玉郎佢係想啦嚇，係再開拍嘅，就希望用動畫卡通形式嚟去表達。不過即係只聞樓梯響，係唔成事嘅，唔成事啊！好啦，咁直到2006年啦，第2部《龍虎門》出現啊！呢個係《龍虎門》劇照啦，呢部大家都熟悉啦嚇。呢部係由葉偉信執導嚇，由謝霆鋒、甄子丹、余文樂3個主演嘅《龍虎門》啊。睇到嗰個人物造型咯，同原著係相似啦。特別係阿黃小龍啊，呢個頭髮係遮一半邊面㗎，係咪啊？嗰時我哋讀書時代啦，我哋想留長頭髮咧，一定唔得啊，一定唔得啊！全部都係妄想咋。咁阿謝霆鋒飾演黃師傅。余文樂飾演阿石一龍，中間呢個就係阿黃小龍啊，阿甄子丹。咁呢部戲係真正用翻現代背景啦，所對決嘅就係羅剎教嘅火雲邪神。咁呢部戲咧就真正咧嚇係體現到原著嗰個神髓入邊嘅人物咧，有番光膠啊、棍妖啊，或者係阿馬小玲啊呢啲人物啊。咁所以睇呢部戲咧就會係覺得係較為原汁原味啦嚇。而當時呢部電影咧都係幾受歡迎㗎。
咁啊，和狼咧都喺呢部戲入邊咧有客串嘅，飾演個世外高人啊。好啦，咁呢部電影之後啦，其實漫畫嗰邊電影咧都陸續有嚟嘅。80年代咧有位新星冒起，就係呢個馬榮成。咁馬榮成亦都係繼和狼之後咧一位咧嚇係畫壇一位好重要、好有影響力嘅畫家啊。馬榮成咧佢嘅漫畫，佢成名作係《中華英雄》啦嚇。另外就係天下嘅風雲啊。咁呢啲咁大家都會熟悉啊，無論男女都會有印象，都睇過啊。咁馬榮成係一個好勤力嘅一個嘅畫家啊。佢唔會因為佢年少啊就即係輟學就從此放棄學業。佢咧嚇喺做助理期間或者做主筆期間咧，佢不斷去進修啊。佢嗰時咧喺大一設計學院跟阿陳中書去學好多嘅畫嘅技巧啊。所以佢嘅漫畫佢嘅作品咧已經係開始係超脫咗當時一啲嘅較為平面、較為單薄嘅漫畫嘅表達啊，好講個透視啦，好講嗰個立體，好講緊陰影啊呢等等嘅技巧功夫啊。嗱，佢中意日本漫畫，咁當時日本嘅漫畫喺亞洲係首屈一指噶嘛，因此嚟講啦，佢學嗰種嘅畫風，特別係森松正啊、池上遼一嗰啲啦，佢畫得係好貼切嘅嚇。咁啊，馬榮成嘅漫畫咧，我唔需要多介紹，你好清楚。咁第一部佢嘅嗰邊電影係邊部咧？就係呢部《風雲》啊，《風雲》。《風雲》電影係1998年啊，就係阿劉偉強執導嘅嚇。咁就揾咗阿鄭伊健飾演聶風，阿郭富城飾演阿步驚雲嚇。我覺得呢兩個選角相當好啊，亦都相當近似個原著。唔單止係佢哋啦。呢部《風雲之雄霸天下》咧，都請嚟日本嘅演員千葉真一做雄霸。咁大家睇過呢套戲都發現啊，千葉真係相當似個原著角色噶。另外揾咗阿楊恭如做孔慈啦，同埋阿鄭丹瑞做文醜醜，都係相當之神似噶。呢部電影當時票房相當好啊，相當理想。即係我諗觀眾都會係好滿意呢套電影啊。咁好快，第二年99年咧，就即刻已經見風雲得，就將阿馬榮成另一部嘅作品《中華英雄》咧，就都係搬埋上去銀幕啊。同佢哋都係揾翻阿鄭伊健做華英雄，謝霆鋒咧就做華劍雄佢個仔啊。但唔知點解呢部電影呢部《中華英雄》咧就得到嘅口碑就冇風雲咁好啊。可能豬肉在前啦，咁就有比較之下咧就較為失色啊。咁《中華英雄》呢部電影咧，其實仲有一部，呢個可能少啲人知啦。呢個係1988年李連杰自導自演嘅《中華英雄》，不過呢套戲咧唔好誤會啊，同名內容係完全同馬榮成無關嘅。呢套戲係講阿李連杰咧就去美國生活啊，去嗰邊謀生嘅一啲嘅故事。同原著係完全無關，不過係同名咋。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就咁睇名，你去 search 下嗰啲嘅記錄啦，已經有兩部《中華英雄》喎。咁大家要清楚啦，呢個係同名電影啫。要分點分咧？分主角啦，又分個嘅製作年份啦，都係88年嘅，佢嗰套99年㗎。好啦，90年代咧興起一股咧係啲所謂江湖打鬥嘅漫畫熱潮啊，特別90年代中啦。古惑仔電影啊，或者之前嘅前身佢漫畫啦，作者係阿牛佬。牛佬咧，其實原名係文啟明。其實70年代咧，佢已經同阿黃偉超啊、黃國興呢一班嘅助理咧係出身㗎啦嚇。咁佢好早期已經畫漫畫，但係真正咧係講到佢係好受矚目咧，就係用畫呢個古惑仔開始啊。咁當時咧係好流行呢類嘅漫畫，都有好多類似嘅都有好多啊。咁啊，文俊啊、劉偉強佢哋咧，亦都係借此咧就係改編成為電影啊。古惑仔咧，一共係拍咗6部咁多，都係劉偉強執導啊。而主角都係阿鄭伊健做嗰個主角阿陳浩南啦。咁另外仲有謝天華啊、陳小春佢啲角色啦嚇。咁呢啲好熟啊，大家都我唔想多講啊。不過同期咧都有另一部嘅漫畫係改編電影嘅，就係《刀劍笑》。咁就係阿馮志明嘅作品啊！呢部嘅漫畫咧，喺當時講都係好收得，亦都係好多人去爭相購閱嘅。
咁喺94年咧一樣啦，又有黃太良執導揾咗阿劉德華同埋劉德華以及林青霞咧係拍呢套電影。不過咧，根據民眾所講啦，呢部電影咧改編得唔係咁理想啊，所以當時收翻嚟嘅口碑咧就唔係太好啊。跟住落嚟咧，其實都仲有好多漫畫改編嘅。咁呢部就係劉雲傑嘅《百分百啱 feel》，百分百感覺啊，都係由阿峰嚟編劇導演啊。咁呢啲都係較為近期嘅漫畫改編電影啦。咁大家都好熟啊，好熟。好啦，講到呢度咧。我好快、好簡略地將香港嘅漫畫改編嘅電影嘅歷史咧，同大家係交代一下嚇。咁你會講啊，得咁多咋？咁其實有一個未講嘅，亦都係我哋今日想講嘅主角，老夫子啊，老夫子。老夫子可以講係香港而家為止嘅最長壽嘅漫畫啊。由佢出單行本。1964年到而家，未計佢之前啦嚇，喺報章發表啦，已經超過60年啦，都冇乜咩漫畫咧能夠有咁長壽啊！而且仲係而家仲有出版噶。佢可以講係我哋幾代人嘅集體回憶嚟嘅。我估當年咧，父親買俾姐姐睇嗰個老夫子嗰位小朋友咧，今日咧好命嘅話咧，都係幫個孫買老夫子睇噶啦。幾代人睇嘅老夫子咧，一直有延續緊源源不斷啊！我哋話有華人嘅地方咧，就有金庸嘅武俠小説，係咪？其實同樣地，我都可以咁講話，有華人嘅地方咧，都有老夫子漫畫。老夫子漫畫點解能夠係咁盛行，或者係咁深入我哋嘅心咧？其實有好多嘅原因。單講佢喺60、70年代咧最盛行嘅時候咧，基本上嚟講啦嚇，係冇乜嘢嘅地方係睇到老夫子噶。老夫子嘅作者王澤啊，王澤大家都知佢原名叫王家禧啦。呢一版咧，其實係1969年嘅偶像雜誌創刊號嘅一個專訪嚟嘅啊。解清楚啲啊，解清楚啲啊。咁啊，王澤係天津人啊。咁喺解放之前咧，喺北平嘅輔仁大學嘅藝術系咧係修讀嘅啊。咁佢主修西洋畫啊。咁所以佢有好深嘅功底㗎。咁佢50年代咧就嚟香港啊。咁就先喺天主教嘅一本嘅刊物《樂風報》咧係做畫師，畫啲嘅插圖啊，畫封面咁樣啦啊。咁同期間咧，佢用咗文牙嘅筆名，就喺投稿去各個嘅報紙啊、雜誌嗰度啊。呢一張就係佢早期嘅漫畫啊。你見到明顯地咧，佢嘅畫工同期嘅畫家係唔同㗎，係咪啊？啊，佢係畫得好仔細嘅，連嗰啲衫嘅紋啊、頭髮啊呢啲都纖毫不現啊。咁佢畫得咁仔細，即係當時已經好受大家嘅注目啊。咁佢嗰時就都係投稿喺《星島日報》啦、《華僑晚報》啦，好似都有刊載佢嗰啲嘅漫畫嘅。嗰個年代，即係你有發表欲咧，就係唔需要擔心冇地方發表。即係畫漫畫嘅，當時好多報紙咧都有一版嘅漫畫版，或者半版，最少都有1/3版嘅漫畫版係俾你投稿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如果你有才華係唔需要擔心咧，係冇出路啊。咁啊，王澤如是啦。咁因為佢喺好多嘅報紙啊，有登載，都明顯地收到好多嘅好評啦。咁當時啊，一個主要嘅報刊發行商吳興記嘅老闆吳中興咧，睇中咗老夫子出單行本。呢本就係第一本嘅老夫子漫畫。呢個封面有兩樣嘢大家留意嘅。第一樣就係個名老夫子秦先生，當時未有大番薯，其實大番薯已經存在住㗎啦。不過唔喺呢本書度。第二樣嘢，呢本書係冇期數嘅，即係咩意思啊？當時嘅吳中興咧都冇諗過呢部漫畫會係連續出落去嘅。但係點知呢部漫畫一出咧，反應非常之好啊！第一版好快售罄，跟住再印第二版都完全售罄啊！如是者咧出第二本，呢本加埋大番薯啦，老夫子秦先生與大番薯。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老夫子大番薯係咪啊？咁其實咧入門有先後啦，係咪？秦先生行先。雖然我哋覺得大番薯個
地位重要過徐先生啦。跟住先有3、4、5、6、7、8期嘅即係一個期數系列嘅落去嘅老夫子漫畫。咁頭先嗰2幅嘅封面咧，亦都要多謝文博咧，係借俾我用啊。而家你想睇實物咧，都係去個展覽廳咧睇到㗎。甚至乎一啲嘅電視刊物啊，當時香港電視啦、電影雜誌、南國電影啦、一啲家庭婦女雜誌咧，都有佢嘅漫畫連載嘅。你知道一啲正經嘅週刊嚟亞洲週刊咧，都有漫畫老夫子嘅。所以老夫子當時嚟講係無處不在嘅。所以去到68年咧，麗的映聲咧都搬阿老夫子入去電視台拍成片集。咁當時咧飾演老夫子有2個人，一個叫余志鵬，一個就係呢個鍾樸。余志鵬知道揾唔到，鍾樸係呢個。我諗要大過我嘅朋友先知道呢個人啊。另一張啦，呢個梗係清楚啲啦，呢個係咪清楚啲啊？鍾樸呢個就係阿高亮啦，專賣牙膏嘅呢個。呢個張正普，阿小鳳芳嘅夫婿啊。咁鍾樸咧，佢飾演呢個老夫子啊。咁就我哋睇唔到，因為你知道麗的映聲嘅片集咧揾唔到噶啦。咁當時我都即係嗰時都好細個啊，都冇機會睇到噶。但係鍾樸咧，佢係主要係飾演一啲嘅父親啦，一啲洋行經理啊呢類咁嘅角色為主噶。好啦，電視台有老夫子咯，報紙有老夫子咯，連當時嘅政府新聞處咧都諗老夫子。當時政府新聞處為咗係宣揚禁毒咧，竟然揾咗阿黃澤咧幫手啊，做啲咩咧？畫漫畫，畫一本叫《碼頭風雲》，一本就係《黑暗代黎明》，係宣揚禁毒信息啊！可想而知，當時嘅老夫子咧係幾受大眾嘅留意矚目啊！唔單止係咁，連商品廣告都有佢份啊！我記得我見過嘅有香煙廣告啦、電器廣告啦，都有揾老夫子做代言人嘅。後期一啲 figure 啦、一啲嘅貼紙啦，甚至乎月餅都要揾阿老夫子嘅嚇。你見到老夫子幾乎係與我們同在咁滯㗎嚇。同埋咧咁好，即係咁好咁好嘅漫畫，咁多人睇嘅漫畫，只不過有啲人咧就諗佢嘅着數啦，係咪？所以當時有啲翻版嘅冒牌嘅漫畫出現啊。翻版嘅主要就喺南洋一帶展示啦。其實較為粗糙嘅嚇，即係無論係印嘅色啊，裡面嗰個嘅編排都係較為粗劣嘅。咁至於冒牌嘅咧係點嘅咧？佢哋都係巧立名目啦，影射為主啊！嚟將個老夫子3個字就改過去啦，少夫子啊、小夫子啊、妙夫子啊、老小子啊、小夫子啊，總之呢啲啊，總之3個字求其有2個字係一樣就得噶啦。咁呢啲咁嘅漫畫咧，當時都係大行其道嘅，搞唔掂啊！吳中興覺得即係嗰個嘅問題好嚴重，所以佢咧好快就同阿黃澤咧就出咗個聲明啊！即係叫讀者要分辨黑白啊，要搞清楚邊個係正版，邊個係盜版啊。咁就呢個啟示啦。咁其實咧呢個嘅老夫子趣事咧，心水清嘅朋友咧睇到嗰啲畫風咧，都知道係邊個畫㗎。我就知邊個啊，不過唔需要喺度講啊。咁但係都改變唔到當時嘅現狀啊，依然係好多咁嘅妙夫子啊、老小子嘅漫畫出現啊。好啦，咁盛行嘅漫畫啊，其實大家都會諗嘅就係話點解咁受歡迎咧？我諗老夫子受歡迎嘅原因好多。我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原因，我都係一樣。依家落嚟我所講嘅，純粹係我自己個人一啲嘅睇法。嗱，觀點角度咧各有不同啊。我講嘅未必係你心所諗嘅嚇。不過我就想將自己一啲嘅睇法咧同大家分享一下。老夫子受歡迎嘅原因咧，我諗首先嚟講睇翻漫畫本身嗰個嘅性質啦，係畫嚟嘅，所以一定畫得靚先，呢個係前提嚟嘅，係咪啊？畫得唔靚，即係冇乜心機去吸引佢去睇嚇。好啦，當然啦，有啲漫畫係肉酸嘅，但係好少數啊，但係受歡迎嘅喎。好啦，咁阿黃澤咧，我講過啦，佢係正統嘅科班出身嚟噶嘛，佢嘅畫工唔使講咁多，佢畫嘅畫好生動好傳神，
而且佢所畫嘅實景、所畫嘅動物、植物等等嘅嘢實物啦都畫得係好神似，特別佢嗰啲透視感、立體感啦係畫得係好到位嘅。當時嘅畫家唔係畫得唔靚啊，早期嘅潘飛英好、蝴蝶夢好、黃少龍好、錢塘江好，呢班人咧佢畫嘅畫得好靚，不過佢係流於抽象派嗰種嘅畫風啊。許冠文嘅畫都好靚㗎，但係佢都係較為平面啊。但係去到王澤咧，佢所畫嘅畫咧嗰個嘅風格，佢種嘅全面性啦係同時間嘅畫家咧係較為難見到㗎。特別係佢畫嘅封面啊，佢嘅封面佢早期嘅封面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封面咧都可以當一幅獨立嘅畫嚟去欣賞啊，欣賞。特別係佢喺嗰個嘅每年嘅新年啦前後咧，佢嗰個12生肖嚟做封面嗰個嘅設計啦，亦都好得人嘅喜歡㗎。好啦，因此咧佢受歡迎嘅其中原因啦。咁其次啦，老夫子佢受歡迎咧，我覺得係佢所體現嘅生活感同埋嗰個嘅好有個性有關啊。老夫子做邊行嘅咧？大家有冇留意過啊？我覺得佢係12行佢做勻晒啦，廚師啦、司機啦、教師啦、神父啦、醫生啦，做勻晒咁滯啊！連太空人都做埋噶啦。咁所以佢其實就係我哋身邊每一個人都會見到嘅人嚟㗎，係咪？所以佢所發生嘅一切，其實就係我哋生活所見到嘅一切啊。不過我哋會覺得佢較為似嘅咩咧？做一個白領啊，寫字樓白領為主一個人啊。咁好啦，白領生活係點嘅咧？每日追巴士咯，係咪？好多時佢嘅故事都係咁噶，追巴士啊，咁追唔到巴士啦，咁繼續追咯嚇，不斷喺度追啊。好啦，架車停低啦，上咗車，點知呢頭上咗車咧，架車又死火啊！咁通常呢啲嘅橋段係咁噶，咁不斷喺度追啦。咁其實漫畫中嘅老夫子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有追求嘅過程嚟嘅。佢喺街邂逅咗一位女士啦，心儀嘅女士係咪啊？跟住就喺佢樓下咧，就彈吉他、唱歌示愛係咪？跟住用鮮花求婚，最後就步入教堂係咪？好似一氣呵成一個嘅追求嘅過程係咪？但係好多時你見到呢個過程咧，係去到教堂結婚為止啊！我哋好少見到佢結婚嘅生活㗎係咪？人哋話婚姻係戀愛嘅墳墓係咪？而老夫子咧，永遠都係行到去未入到去㗎係咪？我哋唔見到佢婚後有幾個 BB 啊，生活係點樣？我哋係唔見。點解王澤會將嗰個場景係設定喺佢最多係去到結婚為止咧？其實就係俾一個嘅咩啊？一個期許，一個嘅想像俾我哋。人生就係一個不斷嘅追求，而且當然個結局係點我哋未知，但係都可以向好去諗啊。咁老夫子嘅漫畫咧，咁生活化啊，好多唔同嘅情景都係咁樣啦。另外，我覺得佢都係好有人性化。老夫子係忠定奸嘅咧？大家會覺得老夫子係一個完全係一個善良嘅人咧？係一個完全一個類似吳楚帆、張游呢啲嘅好人咧？嗱，吳楚帆都係啲做奸嘅角色啊。其實老夫子都有衰嘅時候嘅喎，佢都有整蠱人、惡作劇係咪啊？係咪啊？佢有時幸災樂禍嘅喎，係咪啊？佢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抵死嘅情況嘅喎。所以，與其話老夫子係一個好人，不如話佢係一個真人，一個有血有肉嘅有性情嘅真人。而喺漫畫體現到出嚟呢個人咧嚇，其實就係同我哋嘅生活咧所遇到嘅人咧係好相似嘅。咁既然佢有咁有人性化嚇，一個咁有血有肉嘅人嘅時候咧，咁我哋睇起上嚟咧就更加有個親切感啊！如果用《西遊記》嘅人物嚟做比喻啦，《西遊記》入邊嘅唐僧，我哋係一個人設係一個完美嘅人嘅化身係咪？咁就近乎潔癖係咪啊？但係呢類人咧，我哋係敬而遠之嘅係咪啊？你身邊有一兩個朋友係咁就算啦嚇，唔好多啊！真係我唔係太中意嘅啫嚇。孫悟空好聰明、好本事係咪啊？係一個天花板頂嘅人嚟嘅，太叻啦！啊，我哋亦都會係點啊？係只能夠係遠觀啊！我哋係只能夠係有個即係只能夠係懷住仰慕之心，唔敢同佢太接近嘅啫。豬八戒咧，
朱伯格係貪財好色啊，係咪啊？好吃懶做啦，好有人性化啊！但係喺大是大非嘅情況之下咧，佢係會顯示出佢正義嘅一面嘅。沙珍俾人貼上好人牌嘅一個標誌係咪啊？係咪啊？一個即係和事佬啊，做一啲咁嘅角色啊。四個人裏面咧，老夫子一定唔係唐僧，一定唔係沙僧，佢係介乎喺孫悟空同埋豬八戒之間嘅一個人物。而我覺得佢更加係偏向豬八戒呢個咁有人性化嘅一個人設嚟㗎。正因為如此咧，我哋睇老夫子咧，我哋覺得嗰個親切感咧更加明顯啊！喺度，我想為阿趙先生抱不平啊！趙先生都係老夫子漫畫入邊一個常設嘅角色啦，係咪？唔知點解我哋成日一個錯覺就係趙先生成日都蝦啊老夫子㗎，係咪？我估主要就係因為嗰個嘅人物嗰個嘅階級啊。因為趙先生通常都係做阿老夫子嘅上司啊，或者做佢嘅領導啦。我哋覺得趙先生成日都欺壓阿老夫子。其實現實睇真啲，我睇過老夫子唔會睇晒啦，但係我睇過嘅，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會有往來啊。你又做初一，我做15啫。更加多就係阿老夫子整蠱阿趙先生嘅喎。有時咧將桶水擺喺個門框上面，等阿趙先生行過係咪啊？開門跟住成盆水抌落去，結果阿趙先生就識破佢嘅奸計。中招就係阿老夫子係咪？你翻去睇下老夫子入邊嘅趙先生唔係一個咁壞嘅人嚟嘅，反而就係老夫子咧睇到出個人性嗰種嘅咩啊，中意整蠱人啊，中意惡作劇呢咁嘅面貌，但係都不失可望嘅一面啦。即係我諗老夫子咧，佢之所以能夠係受歡迎咧，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一個有血有肉，一個活生生一個人，唔係一個聖人，唔係一個猿人啊。第三方面，我覺得佢受歡迎就係話，老夫子咧係帶住作者一個嘅喜好，一個真愛嘅觀念，佢嘅價值觀啊。老夫子喺漫畫入邊咧係一個相對較為保守，係咪啊？佢或者佢係唔係咁追得上潮流嘅人啊？從佢嘅衣着打扮可以見到啦。其次就係話下老夫子咧，佢明顯地有啲人係好唔中意嘅。嗰時嘅飛仔飛女啦，油脂仔油脂妹啦，係咪？以至一啲啦盲目崇洋啦，一啲追上潮流嘅一啲嘅風氣，佢係好抗拒嘅。特別係佢對一啲人咧，佢唔中意嘅人咧，佢畫得係好過分㗎。你想象唔到一個人咧嚇，佢畫到啲人畫得咁靚嘅人啊，好靚哦嚇，畫得好靚啊，黃澤畫㗎。同一時間同一支筆畫得咁嘅樣子喎。係咪將啲人嘅弱點極盡醜化，極盡咧係誇張，係咪啊？同一支筆可以有唔同嗰個嘅落筆啊！見到從此見到啦嗰個愛憎嗰個分明啦係好明顯嘅。咁老夫子啦，佢中意嘅佢中意嘅好中意啦，佢唔中意啲敗類啲啦，見到啲奇裝異服啦，佢喺佢嘅漫畫入邊咧係經常出現嘅。只因為有呢類咁嘅愛憎感，佢嘅價值啊，我哋睇到其實都係同某一啲嘅讀者咧，可能有一定嘅貼近啊。我哋都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咁呢啲咧都係我覺得老夫子受歡迎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老夫子啦，佢幾時改編成電影咧咁樣，就唔能夠唔講呢個人物啊。羅賓啊，羅賓係香港通俗文學嘅一位好重要嘅一個人物。佢喺香港嘅出版界啊，喺通俗文化界咧，我諗一定要記低佢一筆啊。佢喺50年代佢所出版嘅藍皮書啦、西點啦、黑白啦，都係當時通俗嘅雜誌，好多人都睇㗎。後期50年代後期嘅武俠世界啦，更加多人咧嚟去追捧啊。咁啊，羅賓後尾有出報紙啦，《新報》啦嚇，咁就亦都有出《新夜報》、《新星日報》啲報紙啊。咁佢係嘅出版王國咧係相當龐大，特別佢嘅環球圖書公司咧出版好多三毛子小説啊，咁都係帶領一時嘅潮流啊。咁當時老夫子咧就喺佢嘅《新報》咧係連載，咁佢係第一個咧係諗將老夫子拍成電影嘅人，所以佢講老夫子電影咧就不能不提係羅賓啊。咁羅賓佢有一間嘅電影公司就係先學港聯電影公司啊。咁呢間公司所拍嘅電影唔多，
大概唔超過40部，但係部部有特色，部部都精彩啊！好啦，咁羅賓佢係第一個啦，係提出將老夫子拍成電影嘅人啦。咁因為佢本身係做一個出版界，佢又好叻宣傳，而實際上佢旗下咁多刊物咧，都好方便佢去做宣傳嘅功夫啊。咁為咗宣傳呢部電影啦，佢就搞咗一個推薦演員嘅一個嘅做法。咁就喺佢嘅雜誌入邊咧，係刊登呢個咁嘅推薦嘅啟示啊。咁啊就請人咧係推薦一啲嘅演員去扮演呢3個主角嘅角色。同時咧，如果你覺得自己適合嘅話咧，都可以自薦啊。要求係咩咧？嗱，老夫子啊，佢要求咧係42歲啊，身高5尺9寸，體重120磅，三圍24、24、24啊，唔知點樣做啊，真係啊！好，性格啦，好管閒事，烏龍八速啊，人稱生亞 Q。咁老夫子漫畫咧，英文名叫做咩啊？Old Master Q 係咪？咁佢都攞翻呢個英文名嚟做翻佢嗰個嘅特徵啦。全先生啊，26歲，身高5尺7寸，體重140磅，未娶親，略識英文啊，唔知點解要強調呢一樣嘢啊？咁就怕醜啊，夠笨，人稱蠢先生啊。秦一音之傳啦，就蠢啦，係咪？咁啊，大番薯啦，46歲，身高5尺1寸，來路不明啊，唔知點嚟噶，有啲學問嘅，但係不自量力啊，人稱黐線佬啊。咁嗱，我覺得呢3個人物嗰個要求咧，同翻漫畫版咧有少少唔同，係咪啊？你見到漫畫版邊個最高啊？秦先生噶嘛，但係而家佢要求嘅係老夫子係高過秦先生嘅喎，老夫子5尺9，秦先生係5尺7喎。其次，大番薯係咪黐線佬咧？3個裏面佢最正常應該係咪啊？因為3個嚟講，大番薯應該係最平和啦，最中庸嘅係咪？講黐線，老夫子應該係當之無愧啊，係咪啊？所以你見到佢當時個人物要求、主角要求咧，有一定嗰個嘅局限喺度嘅。好啦，結果出嚟點嘅咧咁樣？當然梗係唔係喺外面徵求啦，拍戲嘅嘢一定唔會噶，因為好花心機、好花成本啊。結果高魯泉咧就飾演老夫子，想象下高魯泉係點嘅樣子啊？同老夫子嘅樣子係咪爭好遠咧？但係我覺得揾演員咧，與其揾一個扮得似，不如揾一個做得好嘅更加好，係咪？我覺得做得好更加緊要啊！咁啊，高魯泉係一位好著名嘅性格演員啦，都係我最中意嘅性格演員之一。另一個梁醒波啦，高魯泉咧佢扮乜似乜，扮包租公啦，扮睇相佬啦，扮南無佬啦，做嗰樣似嗰樣，同埋佢係天生食呢行飯嘅，好有急才，好急智。喺唔少嘅電影入邊嚇，佢做嗰啲睇相佬好，或者做南無佬好，佢順口出口成章啊！睇相嘅一點黃光，一點財，一點藍光，一點災，順口而出㗎。鬧人咧，眉似百刀，眼似日月，鼻似鹽田，口似牛一，好似講到好好聽係咪？其實都估到係邊4個字啊？係鬧人㗎，分明畜生啊！咁所以咧，阿高魯泉咧，佢呢啲咁嘅神來之筆咧，喺佢嘅電影下經常係出現嘅。咁佢扮老夫子咧，其實佢自己都有啲功夫嘅，佢有啲心機扮落去嘅。例如佢設計咗好多動作、小動作咧嚇，嚟去豐富呢個人物嗰個嘅面貌㗎。好，第二個大番薯啊，就係阿矮冬瓜所飾演嘅。矮冬瓜咧，當然唔係佢個名啦，佢藝名嚟嘅。佢原名叫蛇鏡角，蛇係啊，佘詩曼個蛇啊，鏡一塊鏡啊角啊。咁啊，其實阿大番薯生得眉清目秀啊，其實真係都幾靚仔啊。喺當時嚟講啊，阿大番薯、阿矮冬瓜咧，嗰個地位咧，又介乎特約以及性格演員之間。佢去唔到啊高魯泉嗰個嘅地位，高魯泉都可以叫係性格演員啊。好多時嗰個嘅演員片有佢名喺度，但矮冬瓜咧就可有可無噶。但係佢憑大番薯呢套戲咧，呢部電影咧，佢都係叫做冒出頭來啦。跟住嚟好多老夫子電影咧，大番薯角色咧都係佢嚟去飾演嘅。
咁佢亦都係當年咧嗰啲明星走埠登台咧，嗰啲明星都係啲小生啊，啲女演員啦。佢係少數能夠走埠登台嘅一個嘅特約演員啊。佢同阿西瓜刨都可以有條件咧去走埠賺錢啊，相當難得啊。咁至於即係徐先生咧就係呢個，左邊呢個張青，右邊呢個係呂奇啦，係咪？咁呢張劇照咧就係《我愛紫羅蘭》啊，嘅劇照嚟嘅。嗱，張青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佢係擅長演一啲神經質、緊張、好緊張嘅一個嘅人物嚟㗎。咁佢扮徐先生啊。個張青原名叫張坤陽啊，咁就喺電懋粵語片組係出身嘅。咁後期咧加咗嚟啲電視啦，都做咗監製啊、編導嗰啲角色啊。好啦，三部嘅老夫子電影，先後嗰年所拍攝嘅，都係由陳烈品執導啊。咁就分別係《老夫子》同名電影啦，《老夫子大番薯》以及《老夫子三救傻仔明》啊。嗱，呢度咧要多謝台下嘅一位朋友啊，我係死黨啊，吳桂龍先生。呢一張嘅劇照，呢張鏡頭之外嘅劇照啊，你見到咧，原來化妝嘅老夫子同埋大番薯係咁嘅樣子嘅。咁我哋睇電影啦嚇，睇唔到咁嘅情況係咪？我估係化妝師咧會喺度再加工，令到佢冇咁明顯啊嗰種嘅輔助痕跡啊。哇！另一張更加明顯係咪啊？阿吳先生佢話咧嚇，阿大番薯笠住嗰個係排球嚟嘅嚇，咁啊方便啲。阿大番薯個頭咁大啊，可以有排球啱吸落去啱啱好啊。咁啊再加可能由啲白油咧就可以咧嚇係成為一個嘅光頭嗰個造型啦，係咪？咁呢兩張都係吳桂龍先生咧係借俾我同大家去分享噶。好，咁第一部老夫子咧，喺1965年咧係拍成啊。咁就呢部嘅電影啦，一出咧就相當受歡迎嚇。當然啦，宣傳攻勢都係相當猛烈嘅嚇。當時咧嗰啲嘅紅星咧嚇都有好多啊。講呢邊先，呢班嘅有曾江啦，有陳寶珠啦，有薛家燕啦，都係當時先河嗰年嘅一啲紅星嚟嘅。佢哋都喺戲入邊係客串。當然主演嘅呢班人啦，有阿雪梨啦、張青啦、高魯泉啦、余明啊啲人啊。因為大家望一望先，你哋都好重視排名㗎，係咪？當時嘅電影咧一樣好重視排名嘅。留意下呢部電影排名最先嘅並非高魯泉，並非魏冬瓜，係邊個？雪梨同張青。點諗咧？我諗明星效應好重要咯。雖然呢度係老夫子電影，但係賣嘅始終係明星張青、雪梨，特別係雪梨咧係當時當擲嘅紅演員啊。情況一樣，前面講過嘅財叔千百戰係咪？話財叔，其實賣嘅係賣邊個啊？曹達華。所以以高魯泉咁嘅級數，都仲要排到後面嘅。你話張青、雪梨好，我唔知大家即係喺嗰個時候啦。我諗大家個知名度，我諗相差唔會太遠嘅啫。但係我估可能為咗賣埠或者係賣座起見啦，所以就將個排名咧係咁樣安排。跟住先至到劉程高魯泉佢哋啊。咁呢部電影咧，其實主角就係張青同埋雪梨啦，係講徐先生點樣追求飾演黃香嘅雪梨嘅過程啊。咁老夫子佢哋就幫手張青咧去追黃香啊。咁呢套戲入邊有啲錯摸嘅情節嘅，就有兩個黃香嘅出現，搞錯咗，即係張冠李戴啦。咁搞出好多笑話啊。咁呢部戲主要就係講張青追求雪梨嘅個過程。咁第二部老夫子大番薯咧，呢部就張青同埋雪梨嘅結婚，徐先生娶咗黃香，結埋婚生埋仔添。咁高魯泉咧同埋大番薯就幫手咧係幫佢湊仔。黃香即係夏萍咧，咪雪梨咧就出嚟咧係打工，就俾啲老闆咧係即係騷擾啦嚇。咁就老夫子點樣去解救過程入邊惹出好多嘅笑話嚇。第三集三救傻仔明，呢套戲咧已經冇咗徐先生啦，冇咗張青，亦都冇咗雪梨嘅黃香，
取而代之嘅咧就係余明嘅傻仔明同埋阿夏平佢嘅太太啊。咁呢部戲就係講阿老夫子嘅鄰居啊，同屋主阿傻仔明咧嘅太太，佢誤會太太咧係出軌啊，有外遇，咁咧就好嬲，就要揾奸夫出嚟。咁老夫子就知道驚打烏龍啊，就次次去營救啊，去解圍啊。咁呢張就係三救傻仔明嘅劇照啊。你見到同樣地啦，見到啦，演員排名啊，夏平先，余明第二，先到高魯泉啊。係咪印證翻頭先我哋所講嘅明星效應啊？啊，咁講真句啊，余明，你問我余明同高魯泉點比咧？咁我係覺得余明係及唔上高魯泉噶，係咪啊？即係我自己嘅知名度啊，唔係戲啊。咁呢部電影咧嚇，電視都有睇嘅，即係我哋睇網上咧都有睇噶。好啦，呢個就係阿傻仔明啦，阿余明。余明好長壽啊，佢1924年生啦，就好似係去年先過身啫嚇，享壽100歲啊，可以講係福壽全歸啊。好啦，60年代有3部老夫子電影啦。70年代咧，75年有另一部新嘅老夫子電影嘅出現啊，就係呢部啊，同名電影啊，就阿李鐵執導嘅。咁老夫子就變咗係梁天啊。梁天係70年代一位好著名嘅電視界嘅集編導演一生嘅演員啊。咁佢都係擅長唱歌㗎，唱歌嚇，即係佢係歌影視都得啊佢啊。咁呢部電影咧就同人哋都係阿大番薯，都係由阿魏冬瓜做啦。咁呢部戲咧好得意㗎，得意邊度咧？戲入邊有阿徐先生，但係你唔知邊個係徐先生。點解咁講咧？呢個張英，呢個係丁沛。佢話下面呢啲人：唐青、蔡麗晶、阿喬雲、黃內、魏平澳、羅蘭。呢個喺入邊嘅童星啊，飾演小夫子嘅。有冇徐先生啊？冇，但係真係有徐先生喺度嘅喎。睇翻演員表，咁多個咧，我唯一一個唔識嘅邊個咧，就係徐修。我估計徐修就係嗰個徐先生啊。一個即係一套漫畫入邊嘅主要人物啊，喺度起下淪為一個咧嚇係唔見人只有名嘅，或者喺套電影度係有個過場嘅性質嘅，咁佢係特別啊，係咪啊？咁所以呢套戲裏邊咧嚇個主要嗰個擔子咧就放咗喺阿老夫子同埋大番薯身上面。咁又講呢套戲講啲咩咧？就講阿張英呢個老闆啦嚇，即係都係金屋藏嬌啊，搞出多烏龍趣事。後面都有咧嚇呢個石油王子。呢個咧嚇小夫子咧，其實原來佢係石油王國嘅王子嚟㗎，唔知點解流落民間啊。咁你諗下呢啲劇情都幾得意啊，即係我得意好客氣嘅形容詞啊。咁呢部戲就出過影碟嘅，我都睇過啊。好啦，70年代咧，除咗呢套之外咧，76年開始咧，邵氏公司都拍過2部啊。呢個就梁天，呢個就係梁天啊。好啦，76年咧，邵氏公司咧就拍咗一部《我係老夫子》，就揾咗當時嘅諧劇演員黃沙就做老夫子。黃沙咧拍檔係野風。70年代咧喺香港咧嚇都好受歡迎嘅嚇。野風都喺無線電視嘅歡樂今宵咧係做過一段時間啦。咁啊黃沙咧嚇佢扮演老夫子，佢都係好瘦，其實佢扮得都似㗎。咁大番薯同人哋都係阿魏冬瓜啦嚇。咁至於嗰個嘅徐先生咧有㗎，劉đức華。劉德華喺邵氏男演員入面啦都算出名㗎。當然佢就唔係嗰啲好似阿狄龍啊、姜大衛嗰啲咁出名啊。好啦，咁呢部我係老夫子啦，亦都有阿黃澤登場啊。黃澤都喺呢套戲咧有客串嘅演出啊。佢係一個嘅即係路人甲咁嘅角色咁嘅表現啊。好啦，咁另外一部就係78年嘅《老夫子奇趣錄》啊，同樣都係黃沙同埋魏冬瓜係主演。女主角咧就由呢部嘅李青就轉為另一個女主角芬妮啊。芬妮就唔係唱歌嗰個，呢個芬係芬蘭個芬啊。
好啦，咁70年代有3部嘅老夫子電影啦，咁老夫子繼續有嚟㗎。80年代咧，老夫子以另一個嘅形態同大家見面。80年咧就一個卡通大師啊，胡樹儒呢個，當時佢係廣告界好出名人物啊，但原來佢早年咧都係畫漫畫嘅。佢兄長就係蝴蝶夢啊，50、60年代一位漫畫家嚇。隔離嗰位阿黃澤啦，咁佢哋合作咧就將老夫子咧係以動畫卡通形式咧就係拍成電影㗎。之後拍咗3部，第一部就係呢部七彩卡通老夫子，咁第二部咧就係老夫子水滸傳。咁大家都記得啦，老夫子係有一個長篇連載㗎嘛，《水滸傳》啊，因為改編成為電影啦。第3部就係呢部山 T 老夫子。咁另一個山字咧倒轉就係咪個 E 字啊？其實佢想講 E.T. 老夫子嘅，因為同期咧有一部西片《E.T. 外星人》，就係大導演史蒂芬史匹堡所拍嘅電影啦。咁可能因為嗰個嘅版權或成嗰啲啊，唔想搞咁多事啦，就將個 E 字變為山字啊。咁記得呢3部電影咧都係喺暑假上映嘅，咁就好受歡迎，票房都相當好啊。咁其實用卡通嚟去表達漫畫咧，其實都係幾好嘅做法啊！即係好多我哋做唔到但係想像到嘅嘢，都係通過動畫卡通咧去體現到出嚟啊！好啦，老夫子未到就即係未完嘅話，去到2000年咧繼續有啊！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嗰個咪有個嘅版面嘅，記唔記到啊？張柏芝啊，嗰套就係老夫子2001。亦都係阿徐克啦嚇，徐克咧佢中意老夫子，佢話好中意老夫子，所以佢又諗住咧就再拍老夫子，揾咗邱禮濤做導演，揾咗阿謝霆鋒、張柏芝啊合演呢套嘅新嘅老夫子啊。呢部電影有咩特別咧？佢係用咗3D 動畫同埋真人一齊去拍嘅啊。咁3個主角老夫子、大番薯、秦醫生咧，就用咗3D 動畫嚟去表達。就配合翻呢啲真人嚟去做一個互動啊！咁呢套戲咧嚇相當有新鮮感啦，而且拍得都唔錯，幾好睇啊！而黃澤喺入邊咧，真正有一個角色嘅，佢做翻自己，做翻黃澤。咁咧就佢係阿老夫子大番薯你嘅老闆啊！咁呢套戲咧都相當好睇啊！咁而家都仲有影碟可以買到，翻嚟睇翻啊！好啦，由65年嘅老夫子數到呢度，前後一共有10部老夫子。黃先生都係10部係咪？咁似乎平頭喎係咪啊？好啦，2003年仲有一部老夫子電影，呢部電影可能大家未必太過留意到，係《老夫子動畫大電影之反斗神探》，係啊杜國威執導嘅，係一部嘅動畫卡通嚇。但係配音嘅咧都係好出名嘅人啊，例如張錦程啊、余宜發啊、曾志偉佢哋嚟配音嘅嚇。好啦，前一共咧11部嘅老夫子電影，未完㗎，我唔知道將來會繼續有人再拍老夫子啊。但係起碼到而家為止，你見到佢係被改編成為最多電影嘅漫畫人物咯嚇。好啦，以上所講嘅都係我哋嘅呢個嘅歷程發展啦，漫畫嗰邊電影啊。你會問有冇啲電影成為漫畫嘅主角咧？咁樣有嘅，係有嘅嚇。最明顯嘅啦，就係李小龍啊。上官小寶佢喺專訪入邊都講過，佢嘅成名作唔係成名作啊，應該話佢嘅招牌作啊。李小龍咧就係靈感來自於唐山大兄啊。佢就睇完唐山大兄之後咧，就構造咗呢個李小龍呢個形象，就係畫成漫畫，成為一套咧長壽嘅連環圖。出咗係1500多期啊，即係都相當可觀一個期數啊。咁除此之外啦，李小龍當時係好盛行噶嘛，甚至乎咧嚇嗱呢啲就係佢早期嘅李小龍漫畫啊嘅封面啊，截拳道呢啲啊明顯見到啦啊。黃玉郎咧嚇亦都喺佢嘅作品入邊咧都加插李小龍嘅成分入邊。呢4本小流文咧，不約而同咧都有李小龍嚟去做封面嘅嚇，而呢4期嘅李小龍嘅
喺入邊在內啦嚇，就係阿黃玉郎咧，因為當時嗰個嘅老夫阿李小龍嘅歡迎程度啦，就加咗一個角色入去。但係可惜咧嚇，李小龍不久就去世啊，咁佢能夠係做到4期啫，跟住就停咗啦。呢4本書咧，70至73期咧，亦都係小流氓漫畫入邊較為難揾嘅4本。原因就係咩啊？佢封面有李小龍啊。好啦，除咗李小龍之外啦，咁另一個電影人物改編成漫畫嘅係邊個咧？黃飛鴻啊，關德興先黃飛鴻啊。咁呢套咧係由阿江海圖繪畫嘅黃飛鴻咧，都出版咗10幾期咁多嘅嚇。另外大鄉里，你會話啲大鄉里唔係無線歡樂今宵入邊嘅趣劇咩？係，佢歡樂今宵嘅趣劇受歡迎啦，有拍電影嘅，拍咗2-3集到啦嚇，咁拍咗2-3集，咁亦都有人咧係將佢改編成漫畫嘅喎，就係呢個右邊呢個大鄉里嚇，係上官小強嘅早期作品啊。咁古惑秋咧就係阿鄭少秋啦，咁呢啲冇所謂啦，即係當時嗰啲人物咧嚇，你點樣去編排咧，都冇人會特別考究啊。咁至於左邊呢個肥肥咧，即係阿沈殿霞啦嚇，沈殿霞喺當時電影界或者喺電視界都係一個好受矚目嘅藝員演員啦嚇，咁都有人咧係將佢係寫成漫畫嘅。個作家係邊個咧？就係凌秀娟。明顯地呢個名係化名嚟嘅。其實係邊個咧？就係李漁啊，李漁亦都係一位好著名嘅漫畫家。佢後期做咗無線電視咧係做編導噶，不過佢就唔用本名，就用凌秀娟個名啫嚇。唔止咁多啊，仲有不能不提陳寶珠係咪啊？陳寶珠嗰種嘅喺當時嗰種嘅盛行啦嚇，即係陳寶珠嚟啦咁樣啊！我聽上一輩嘅人講啊，呢句説話到處聽到啊。即係嗰種嘅風魔程度咧，係空前絕後噶。咁好自然地都有人將佢改編成為漫畫啦。咁個作者係阿凌雲。嗱，呢個凌雲咧就唔係導演凌雲，即係唔係拍《如來神掌》嗰個嚇。呢個係漫畫家凌雲。佢好擅長咧係畫一啲人物嘅素描啊。佢畫嗰個似嗰個。佢另一部漫畫《功夫》，功夫係70年代咧無線電視一部嘅外購嘅片集，大衛卡拉甸做嗰個金貴祥啊，都有畫過漫畫嘅，就係佢畫噶。佢畫嗰個明星畫嗰個似嗰個啊。另外仲有陳德華都係好擅長畫呢啲咁嘅明星漫畫。好啦，唔單止咁多啊，仲有林亞珍。林亞珍最初都喺電視出現嘅嚇，點知汽水咁簡單係咪？咁都因為受歡迎啦，就拍成電影啦。好啦，拍完電影之後咧，都有人咧畫成漫畫。林亞珍與阿康，林亞珍就係阿蕭芳芳啦，阿康就係吳耀康啊。咁呢本漫畫好特別啊，邊個畫嘅咧？馮志明同埋阿馬榮成。其實我度好多謝文博啊，我係完全唔知道有呢件事，都完全唔知有呢本書啊。我係喺展覽度見到，原來林亞珍有出過漫畫，特別係馮志明同埋阿馬榮成合畫啊！呢個係更加係我前所未知嘅事啊！90年代咧，仲有其他嘅電影人物改編成漫畫嘅。嗰陣時有啲好多賭片喎，咩賭聖啊、賭俠啊、賭神係咪？記得賭神同埋賭聖咧都有畫成漫畫。咁越後咧都會越多呢啲，當然我哋所講嘅，即係總有啲係遺漏㗎嚇。但係基本上嚟講咧，呢啲都係我哋所知或者我哋所見過嘅一啲嘅漫畫人物嗰邊嘅電影啊。數埋咧，其實咧嚇，大概幾多部咧？應該唔過50部。如果以港產片近萬部嚟講，50部嘅呢類電影咧，絕對唔算多。數量少嘅原因，其實主要嚟講就係可以改編嘅都改編晒啦，係咪？頭先我所講嘅烏龍王、何老大、財叔、黃先生、老夫子，即係你再數啊，烈風暴驚雲、中華英雄嗰啲講晒啦。其實仲有冇啲咩漫畫人物可以適宜出嚟做電影嘅咧？咁樣其實真係唔多啊，真係唔多。故此咧，佢個數量少咧，
係一個好合理嗰個嘅情況嚟嘅嚇。好，咁就好快同大家叫做交流咗呢個嘅漫畫改編電影嘅歷史啊。咁時間都差唔多，咁啊睇下主持睇下有咩啊。我哋再次多謝連先生嘅精彩分享。咁而家係 Q&A 時間嘅話咧，如果有現場觀眾有問題想問嘅話，可以舉手，我哋同事會過嚟遞咪。有電影改編做漫畫咧，連生我諗起如來神掌啊，嗰時係應該黃玉郎嘅。咁因為呢個改編咧，就掀起喺台灣嗰個所謂原作者追究版權嗰個問題，即係佢話曹達華嗰年代佢就想追究噶啦，但係又唔知點追究咁。咁但係因為黃玉郎拍呢個畫漫畫，咁佢就諗起要追究個版權問題嗰啲咁嘅嘢。係呢件事唔知你有冇咩研究呢件事？我有聽過嘅，因為《如來神掌》，我哋想講香港64年拍1年7集嘅《如來神掌》咧，曹達華做套啦。其實係改編自台灣作家柳殘陽嘅《千佛掌》啊。咁香港都有《如來神掌》嘅上官鴻啦嚇，攞咗呢個故事嚟去做啲改編，就改名叫做《如來神掌》，喺報紙度刊登啊嚇。我記得好似係明報嚇。咁但係當時就咁60年代就唔會太過着跡呢方面嘅嘢啦。但係去到《如來神掌》，你話黃玉郎啊，佢所掛名所繪畫嘅漫畫，即係當時咧個資訊個交流通啦嚇，咁自然就會影響受到人啦嚇，質疑嗰個嘅版權問題啊嚇，咁都想講多少少啦，好多謝你啊！嗰個嘅《如來神掌》咧，最初無疑係黃玉郎畫嘅，但其實《如來神掌》呢一部漫畫書咧，入邊其實係加入咗好多唔同嘅武俠小説入邊，有《倚天屠龍記》啦，有其他嘅武俠小説喺入邊包含在內㗎，所以你話佢係咪由始至終都係講《如來神掌》呢個原本故事咧，都未必啊嚇，可以。不過就可以講就係話咧，漫畫改編嘅，sorry，電影改編嘅漫畫，其實一直以嚟咧都有唔同嘅，例如《射雕英雄傳》都有嘅。如果講起身嚟好多啊，《射雕英雄傳》咧，電影有啦，電視有啦，漫畫都有。最起碼李芷菁有畫過啦，就算話係蔣小寶都有畫過嘅，即係呢啲係好多嘅嚇。好多謝你，咁就有時我都會係未必會係包得咁齊啊。多謝你提出啊。補充少少咧，因為我睇過咧嗰個有資訊咧，就話根本明報嗰陣時轉載柳殘陽嗰個千佛掌喺明報，其實係同一篇嘢嚟嘅，咁就只不過係改咗佢個筆名叫做上官鴻嚇，咁所以開拍粵語片嗰陣咧，佢哋係根據明報嗰個版本嘅，咁所以其實嗰個古仔嘅而家仲喺度追究緊，其實就唔應該聽柳殘陽一面之詞。我都想知道其實嗰個來龍去脈係點咯。即係以前我最初發表嘅時候係俾咗明報登嘅，就係咁嚇。咁我哋今日嘅講座時間咧都差唔多，我哋再次掌聲多謝連先生，亦都好多謝大家參與。咁現場觀眾咧可以花少少時間幫我哋填網上問卷啦，話我哋知你哋對今次活動有咩睇法，又或者係之後想睇咩內容。咁如果有興趣重溫今日講座咧，就可以留意翻香港文化博物館嘅網頁啦，訂閱我哋 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頻道，發掘更多。最後就係提未睇展覽或者想重溫展覽嘅朋友咧，就可以去睇下啦。多謝各位。